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想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势经常看待，就讲点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天之绝比一千个等的，看你滚变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美的梦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大家好，欢迎来到迪凯频道。咱 BGM 先吹落去吼。大家有啊，大家好，大家好，今仔日吼，咱观众要来 call in 一下吼。我们这是1年1度，甚至可能是1年2度，我也不知道，忘了。旧年有一摆啦，去年有一次，伫咧爸爸节的时阵有无？哦，咱来接这个观众朋友的 call in 有无？哦，这样有够好耍诶！去年啊，我记得是爸爸节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故意要模拟，就是第4台，就是算是长辈们、熟男熟女们 call in 进来的氛围。谢谢大家，去年玩得好开心哦。然后今年就在思考说，因为说真的，我们不卖药嘛，也没有卖过，而且也不能卖药啊。然后我在想啊，有啥物物件通会当送诶？啊，拄好即嘛，咱生理的奖编也是这个生理的商品吼，要预购到这个礼拜6 27号，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礼拜不然来跟大家玩一下这个call in的情境。有啦，我关了啦。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的状况，这会不会太大太小声？然后等一下我们，时间还蛮快的哦。今天感谢有7位，对不起，一直卡痰啊，一直卡痰。歹势，套中到啉一下小滚水嘞，润一下拿熬诶。等我一下。好，我们这有7位哦，所以。虽然说我觉得人数部分还算好掌控啦，对，我原本想说大概5位就很感谢了，就这次有7位有时间可以过来，这个很社畜很鬼畜的时间跟猪猪一起尬聊台语，我好期待哦。总之呢，其中的7位大概我们下方的名单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了，对，但是接下来谁先谁后我就先卖个关子，对，你们先帮我听一下 BGM， 当卡谁想好哦，他哇，谢谢。好，我们转小声一点哈，霞音好，声音还好啦哈，谢谢大家。我跟你讲，我透早的时阵有做一个梦，我面梦到讲，我的机啊，互人背起来啊，背起来要创啥货？背起来就代表讲我要去看迄什么家族的展览。完蛋了，我又忘记展览怎么讲，展览吗？哎呦，好多事情哦。我要去看迄家族的展览，甲要食5K 的葡萄干啦，小心哦！这应该是只是一场梦吧？这应该不是真的吧？而且为什么今天早上在 DC 我开起来到处都是流星？为什么到处都是流星？这不过就是一场梦，你各位冷静好吗？这种梦想可以成真啊！我该说到底这个美梦成真是要成真还是不成真呢？我先放置 play 它，我就当做它只是一场梦。好不想面对啊！可是我说真的，我昨天我长啊，我自己啦，真的是生到就欢喜耶！我昨天虽然说就是在过程中，真的是就惊吓哎，过程中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背脊发凉到。你知道那个背脊发凉从你的尾椎，然后一直窜上来到你的脑门到头皮那种感觉吗？
昨天真的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但是我就是我就是喜欢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觉。对，这一场你们赢了，你们赢了好吗？我输了，我输啊，输到鬼人都无啊！陪你去看流星雨，恭喜猪猪可以看葡萄干。我没吃嘎子啊，这家就要谁的？我没够佳佳，没事没事。好，我们就暂时当做只是一场梦，我们只是一场梦。我嘎子啊，不要，やめとこう。勘弁してくれ。お願いします。不要啊，什么嘎子模型？我这没想要到嘞。感谢到让猪猪有流行感啊！谢谢薄荷，谢谢你们昨天大家的成语。对，我现在连国语都不会说了，我今天搞不好连台语都舌头会打结，话都不会讲的。背脊发凉可以达到消暑。说真的，我昨啊开这个冷气，真正是感觉真正是有够寒哦，真的好冷哦！我昨天那个冷气那个效果十足，好冷，你知道吗？你看小小的。幸好你又被告，长官流行感，长官你不要再讲了。而且听说居然还有流星互动的这个福利吗？我不想说它是福利，但是我不晓得展区真的有公开，就是可以跟流星互动，把流星放在手上爬的这个体验。花了发。我现在光想到就又是背脊发凉了。我觉得好啦，这样也不错啦。其实你们是变相的想让我省电费，变相的想要呵护这个北极熊。我想去关冷气，等我一下。谢谢爸爸厉害，就可以试试看，手从背后轻轻拉一下，背后轻轻拉一下发尾。手从背后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哦，因为我现在坐在椅子上，然后因为猪猪头发也超长的，我现在等一下，因为对不起，我头发太长了，我屁股坐到头发，等我一下。好啊，等一下，我先追一下聊天室好了，因为等下1:05分的时阵，咱头一个call in的观众都被call in对吧呀？我们1:05分我们就准时让这个call in的观众可以进行我们的节目哦，所以我快点先追一下聊天室，手脚发凉的感觉。美容桑手脚发凉感觉不太舒服啦，所以要多喝温水。盛红什么你没空，然后梦醒时分猪猪该醒了吗？我是很清醒啊，我现在非常清醒，对，因为待会要接call in电话。待会观众要call in call in 礼拜 call in 礼拜，对，应该是 call in 礼拜。咱的观众爱 call in 礼拜，要来参底下来开讲，爱用台语开讲，看是伊先中风还是我先中风。再来方真的对大家太好了，太宠了啊！我宠你们，然后再来方宠我，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互宠，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什么放在手上感觉好可爱啊！长官，你果然，我觉得长官，你的显示图为什么是咖啡色的？为什么是流星色？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流星色？你别把我就喝成脚，我不要！但是我答应你们了，高清的影片跟高清的尖叫声一定会成功，绝对成功，尤其是那个尖叫声。但是会不会因为尖叫兴奋到模糊？就是可能那个不够高清，然后就是兴奋到模糊的那个照片，应该也会蛮多张的。放在脸上，不是电先生越来越坏了。可以call in吗？这是应该是讲。我有产咱观众又几个时间，其实我就是一去私讯我们家尊爵不凡的大佬，我是按年资，就是可能迫害年资大佬跟就是我们的算是高阶会员，就是比较和平的这个大佬年资两边我都是算进去，对，所以就是迫害年资大佬，就是以第1名、第2名下去算，然后我们就是比较和平的。仪式主大佬也是按年资下去一个一个做通知这样，但是大部分1半以上都没时间呐，所以但是没有关系，也谢谢你们百忙之中抽空回复猪猪，对，因为就是时间其实比较吃紧，但是大家回的都很快耶，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说我要一个一个问，所以我问了大概20几个，
谢谢你们。流星不要，福利熊卖个够了。你就说上面都是大佬对吧？基本上不是迫害人的就是被迫害的，对，您说的是他哇。福利熊，我告诉你，我还有葡萄瓜头吃，还有5K 的葡萄瓜。我现在是重训哦，觉得不寂寞了，但是完蛋了，我做一下聊天室，等我一下啊！喜欢的爱梦，带来的麻烦你哦。我们爱梦等一下也会出现，但是他在哪一个时段，我卖个关子。真是聊黑了，无啦，我今天无要参大家讲这什么加抓话题已经伫咧涨，讲了足久啊，伤久啊吼！因为长官布这个局布，长官你布这个局布超久哦，什么吸血姬扛得住？没有，我扛不住，没有再扛的，扛不住。然后一堆的不要。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当天就是体验，它可以让我有几只在手上。我问展区的负责人，看有几只可以让我在手上，好不好？我豁出去了。流星划过可以许愿。其实我真的想说任何的世间万物都是公平的，他们都是生命。但是为什么流星这么令人惧怕？我实在是也真的无解啊！青云先生伊拉塞，群老处女不，大家都大佬别这样。然后迫害年资太浅，等一下。不是柳树先生的笔记什么？这车老师你好，大家都大佬，不要这样，对，大家都大佬，不要这样，对，大家都非常大，很大，你们都很大，好不好？对，牛妈伊拉塞，然后好，大家都大佬，不要这样，对，就是大佬，就是我，但是我们大部分大佬其实这时间真的都没空，真的是1秒钟几十万上下那个主管老板们，好不好？对，所以其实我原本是预计大概4-5个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去年大概我记得也是大概4-5个，对，但是今年有7个还不错。今年有7个被我抓过来了，不是你们那个群老除我的那个有1半以上都大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是连汤包哥都不要这样。然后底下很想聊黑色流星水晶哦，不是我没有要聊啦，就是大可以拉下来，但是可以直接躺进去。底下躺什么东西？等一下，不是躺进去。流星的窝嘛，可以不要吗？先用牙刷刷手，说我不要，我打死我都不要，我不想先预习，我不想把我的管干什么观感啊，都你们啦，我不想把我的观感浪费在就是想象流星这部分，可以不要吗？有摸过台湾原汤包哥没有？对不起，我也不想摸。对，但是我相信。我应该是预计在7月底8月初快点过去。我相信我过去展区，他应该不会这么过分的，就是直接拿原生送给我吧。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过分吧。飞机大佬那一半吗？别这样，你们大佬有分很多属性的，有那个模具大佬，有那个1秒钟几十万上下大佬，有那个美编大佬，有女装大佬，有经济自由大佬。不要这样，大家都大佬，不要这样。感谢大佬让猪猪看，没有错。原剧奉还，感谢大佬让我有猪猪看。然后，嘎子会有什么？不要，亚妹都够，不过可以迫害到年资足够上去，这也是很厉害。我也真的实在是，这个居然迫害到那个年资已经差不多可以跟他瓦并驾齐驱了，你知道吗？超屌的，管干好啦！我昨天真的一直背脊发凉的话都不会讲了，好不好？天是 AI 先生，然后感官，对不起，我嘴瓢感官。台湾原生的，然后汤包哥，你为什么会这么熟悉？汤包哥感觉也是不怕流星的一群族群，非常令人羡慕。时间来到1点03分，我准时1点05分，我们就接口音哦。其实我也好期待哦，我好期待跟大家累烧因为去年超好玩的，对。真的大家瞎聊，就是瞎聊。然后我是有请大家，就是你们可以模拟一下，就是说，可能你今天生而为长辈进来，就是可能细水拢不得咧辛苦兵啊，就是你的小孩可能都出外打拼了，寂寞想聊天，真的瞎聊那种感觉，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接起口音，你们就化身为长辈，接起口音就化身成长辈这样子。好，时间来到1点04分，来，我稍微先把我们第一位的 DC 准备一下哦。
好紧张哦。头一个是倒一个咧？会当又看买呀吼。一半以上都大佬，那是那个一半以外的小咖，不是别这样，我就说，有人说我们家大佬分很多形式的，我们家大佬分很多形式，嘿，小天你好吼，我瑟瑟发抖的不是等一下口音的时阵，我今天就期待的吼，我很期待，我瑟瑟发抖的是我居然还要在展区摸流星号，来1:05分，来准时来接一个口音哦，来头一个是倒一个咧，来电话有亮无？来哦。来，我看一个哦，来接一个 call in 吼，来哦。哇，这个 call in 的这个先生，嘿，这个 call in 的这个先生应该是等咧无用，啊，毋过无要紧，我们多亮几下。喂，喂，有听到无？嘿，你好，你敢有听到？嘿，你好，有听到迪卡的声无？敢有听到？嘿，你好。啊，歹势，你即摆的声真正有淡薄仔细声，你敢有听到我的声？你等我去。好，我等你，别紧，我等你一个别紧吼，你豆豆来，咱头一个。嘿，喂，敢有听到？哦。啊，有啊，你搁讲一摆。喂，敢有听到我的声？我有听到，听清楚。你好，来，请问你是？我棒球天的啦。哦，棒球天。小天啊，你过来啊啦，来泼下水嘞，来小天。小天，你今麦当咧无用着唔？我拄好食饭休困。哦，都要食饭休困，伫咧公司吗？嘿啊。哦，伫咧公司啦。真正足欢喜的，今年嘛有你的声呢，足好诶。我听你讲，我台语讲真好，我真害羞。害羞吗？你敢会歹势？你台语真正是讲到足练顿的呢，你敢会歹势？哪有？有啦，你即摆咧食啥？便当？我拄食饱咧散步尔。哦，拄食饱，我叫是你拄要食尔。吼，你散步，好啦，你公司附近咧散步哟。小天，你个熊，无去啊？啪一声就无去。小天啊，紧转来哦。小天哦，回魂哦。小天敢有听到？我回魂咯。哦，回魂哦。好，头拄迄引单咧都熊安尼转一个。可能迄只手续无改好。哦，手续无改好啦。来，小天啊，哎呦，今仔就感谢各大 call in 伫咧迪卡频道啦。最近好无？最近会来食饱，困会饱，看你的直播，心情好。你拢看我啥物直播啦？我唱歌是毋？我有看你迄金蒙干练的唱歌台啊。等下，小天你搁讲一摆，是金明干练还是金蒙干练？金明干练的金蒙干练。等下，你搁讲一摆，无金蒙干练吧？应该是金明干练啦。有啦，有金明干练啦，安尼会使无？啊，对啦，吼，咱小天哦，讲到金明干练呢，恁敢知影吼？迪卡伫咧旧年吼，咧做这个调味的专辑，真正有够辛苦的，恁敢知？我知影，你毋是你的肝都会无去的，敢毋是？对，我的甜肝拢无啊，样都无去啊，你知哦？啊，小天伫咧旧年吼嘛是足支持的呢，足感谢的。无啊，迄小支持尔，无啥无算啥。无啦，真正是互咱足大的支持，而且吼，咱即摆咱 CD 的即个商品吼，来，咱小编有支持起来无？我准备摕钱要去买钱做起来哦。安尼吼，是无要紧啦吼，啊生活爱过好势吼，家己过好势，才来买嘛是无要紧啦吼，小天。我为着你，我想要用台语介绍你的周边呢。啊，娘喂，好来哦，你准备好啊吼？会使啊。好哦，来哦，随时当开始哦。好啊，各位面线的父老乡亲，大家姊妹大家好吼。我今仔日就小弟我来介绍阮的迪卡豚脚鸡的生日周边的产品哦。啊，内底有啥物呢？阮的公庙的
家就是背心啊，啊，还有阮公庙的帽啊，哦是啊，还哦，有公庙的旗帜，哦机智吼，嘿，啊，还有迄4.0的立牌，哦对对对，水哦，你看迄图是啥物设计？是啥人设计？就是迄田吉辉老师设计的图，迄真正是就赞就嘿赞。啦，咱这个台湾这最有名的天之火老师哦，火老师呢，吼，你买阮的落座吼，还有啥物的？有上满台湾里的农药地，这买落座才有哦。你单买一个无，爱买落座才有哦。对对对对，啊，全部吼都到入面吼，只要吼3-4-5大，只要3-4-5大啦吼，小天，介绍到最好诶。甲你讲，迄顶管农药地，伊囡仔的囡仔是啥做的？就是阮的迪卡熟悉的设计师，阮老妈制作。哦，老妈哦，已经做妈后啦，伊是有孙后啦，金孙。伊刘妈的代志，老妈，还是讲我来讲，较 fashion 伊姆拉先生。哦，伊姆拉妈，叫迄种 international 叫做伊姆拉妈，有无？有 international 有无？吼。这组合吼，我是建议买三种，为虾米？一个就是推广用的啦，一个是保存用的啦。哦，对。另外一个就是布架用，就是因为天蓬牛是阮打狗的迄神明啊，所以讲我爱甲你用拜的方式。放在你的心灵边，会使加持，效果真正够赞。为什么？为什么这介绍爱订迄3-4-5-6的？因为你3,456块你若是讲买起来，你的在库就袂漏去啊。原来是安尼补财库，是安尼吗？对啊，你就有补财库，阮买你的物件，把加减补只在库的。会当大趁钱吼。嘿啊，大家讲对唔对？对啦，小天水啦！佮帮我介绍呢，你真我兄弟啦！赞，小天，来，你这个介绍这个洗礼服吼，你是量偌济啊？量偌久啊？我是看迄台语的买网站，我听讲甲你学起来，迄开口真正足歹，你无看到我拄讲我咧皮皮错。我听袂出来呢，因为嘛是九点等。你即摆讲有咧皮皮喘，无吧？无嘛，我讲话真正皮皮错啊。无啦，我即摆听到你的声嘛是足感谢、足感动的。嘿啊，最近你的工课嘛是正经迄个手机啊，迄个工课嘛吼。无真是啊，可能找一个时间。看会使换一个无，因为真忝啊。伊足忝的吼，我记得你住伫咧3年正前的讲要换，毋过做甲即马嘛是足稳定的呢。想要走无法度啊，走袂开啊。嘛是安尼啦，但是小天嘛是足负责任的，无安尼讲想要走就走，安尼对。对啊，阮的调味专辑嘛，请大家甲阮的迪卡阮吞曲机，甲你支持一下谢谢啦。阮有迄精装版高级版，会使各买一张无问题。好，咱伊当推广一下啦。毋过咱即张专辑吼，讲真实吼，每一首歌都足好听。你上爱听倒一首歌？我上介意听的就是75C。是安怎？因为这是你这台特色因为75C是阮的伊姆拉神社迄代表作其中之一啦，所以讲我甲你推广一下。对，哎呦，安尼看起来，咱的小天其实是咱的伊姆拉妈的粉丝哦，安尼听起来敢若是哦。歹势啊？对啊。安尼讲我会歹势啊，莫安尼。好啦，我真正是就感恩、就感动的，那是这个小天的支持吼，咱的伊姆兰妈妈嘛是真正是就支持咱的平道的啦。那伊姆兰来 international 伊姆兰妈吼，伫咧现场来拍声嘛催泪吼，谢谢啦。哎呀，阮老妈来就是迄镇压全场的高点啦。嘿，对，人个缘投安尼吼，就无讲白点。嘿啊。
甲我做行生意也无法度啊。会晓画图，啊会晓设计，啊遐咪我，哎呀，遐咪赞的查甫人，多意思。嘿呀嘿呀哦，牛妈，我跟你讲，你跟那里吼，就是可能要请小天吃便当啊，你刚才还加一加便当菜不？我无想讲我的台语的声讲遐好，会使对着你的学路，我真正是哦。无啊，你本地就优秀不起啊！无啦，你自旧年我请你开讲的时阵，我就感觉你讲较少练长安尼。可能是咧做工课，加减甲人提供一几啊句台语，对啦，嘛是有可能。吼，足侪是大人过去问你足侪问题对。啊，无法度啊，即马咱会愈做愈烂。愈做愈烂，刚安呢？啊，你毋知影最近咱爱付钱，啊，就是把一个免费功能一个甲你关起来，叫你来录。我真毋知影咧，因为无啥物要练，没啥物咧用来，我真毋知影咧。要录钱哦？哇，你会使选免录钱甲够录钱的版本，啊，就是讲你免录钱的迄版本，就是迄功能较少啊。啊，若是讲你要付钱，啊，就是功能较侪啊，会使保存资料保存较久。啊，我是感觉无必要啦。各位。无去的物件，因为无去的物件就回无去，啊，甲迪卡的胖子共款，无去就回无去就好。等下，小天，我只是讲，失败了，个记遮地哦，我只是讲时，我的这个内裤应该是一个伫咧即马穿新衫的时阵吼，就向无去啊。毋过将来呢，若是我搁穿一个新衫出现，应该就有咯。安尼好无，小天？无啊，迄no胖子，毋是迄毋是你的特色的所在吗？阮台有一个，你是条讲，阮台有一个特别一个现象，好一个就是模式，啊，第二就是 G15C， 这 G15C 爱看头前的直播，你才知影 G15C 是啥物，啊，还有 No 帕，啊，还有金融概念，这词哦，你爱成为一个新观众哦，你一定爱知影。小天，阮台的精华就是在遮。小天，你安尼甲我讲，你台语讲无好，你只甲我好笑，够有型的啦！讲到真正有讲练转的练转。你无看你啊？我讲话你直直错。安尼哦，佮皮皮错，好啦，嘛时间嘛差不多啊。你今仔日有要点歌无？好啊，阮就点一个夜起电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哦，水哦。我应该无唱过，毋过我唱看卖好无？你会使挑战一下，因为我会使，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就是阮把周边送出去，就甲查某囝要送出去的心情同款。安尼，你若是要三组的生三个查某囝，要送出去，安尼哦，讲对。对，你讲会当对，你知名感你哪会无唔对？谢谢小天啦，很棒很棒！今仔日安尼讲，就是我上爱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效果吼，效果真好哦，小天，感谢你的口音哦。袂啦，甲大家提醒一下，最近的天气啊，讲唔对，最近啊天气啊愈来愈热，大家爱加啉水啊，拍日头加减拍就好，莫拍伤济，你会掉沙啦，吼。会掉沙，无唔对，大家爱爱注意哦。嘛该感谢阮的迪卡团局去甲阮的学路甲支持啊，这人才真济啦。我小弟就先遮落台追讲一个啦，会使把我电话挂掉，感恩哦。好啦，今天就感谢咱小天，咱期待再会再见面再来开讲哦，小天，拜拜咯。你是讲明年是不是？唔知是今年还是明年，若是有我一定会通知你无问题，后一个加油，好加油，拜拜。抽长辈式的抽到的，谢谢小天。第一棒就是我们也是高阶会员。
会员非常死忠的其中一位会员，那板桥的小天呐、哦，在去年的时候啊，对他有一起来玩哦。对我只能说，他完完全全十足的掌握了，就是那个很闹很瞎的长辈到底会怎么讲话。哦，奶刷高流要出价，好，谢谢大家。来，小天呐、来，咱个一摆盘下吹咧，吼！而且我真正无想到的是，咱小天真正就爱咱的这个伊木兰妈诶，吼，真正吼伊木兰妈，我只能说你今天真的对请一下小天吃个便当，吼，加些便当啊，撒扣马赫啊。不过说真的啦，我是觉得频道的大家就是，我常会感觉说，就是大家会尽其所能的，就是帮助猪猪。对，像刚刚聊到的牛妈，其实她就是在可能美工美术方面的知识，在猪猪经营频道，其实也帮助猪猪很多次哦，真的是很赞的骂，好不 ？International 这个伊姆兰骂，哦，再次感谢。然后小天也是啊，就是长久以来一直都很支持猪猪，真的很谢谢你们。今天就刚下就刚温呢，哈，来。后一个是1点40分，所以我们趁这个时间，趁这个康张，咱先来唱歌，来，他都要咱小天点的，这个是也可以点的奶山姑娘要出嫁，这首歌阮爸爸嘛就爱唱的，不过我真正无唱过，我唱看哪样的。内山姑娘要出嫁，叶启田，等一下哦，应该有伴奏吧。好，有啊 ，OK， 扫得来，奶沙姑娘要出嫁，来，我们转一下场景哦，然后我转一下，等一下那个场景要去哪里？蛋华姐，导播转场景了，导播很忙，导播校长今天创重，等一下，等一下我那个场景，哇。好水哦，奶山姑娘要出嫁，这就无用的。等下导播，伤过无用啊！你唱我 echo， 嘿，来导播 echo 来，有 echo 啊吼，来奶山姑娘要出嫁，吹嘞！水啦！哈，阿英会叫，我真把天灵弄叫，奶山。等我一下啊！等一下，那个点播，就没用哎！讲叫啊，讲地界哦，小等的啦！迄个奶山小姑娘，无情无义就会叫，头壳咧直去，无听后边我咧叫。嘿咻，不知要嫁去叨位，恁无来对我讲出，到底啥我难认？嘿咻，当啥我给巴拉是啦，来奶山姑娘要出嫁，咱小天点播的这首歌也可以听的哦。讲叫呀，小等你啦！希望最后见面，赶快去出哪知哪半分钟，新娘已经就近不知哪大对你去。想袂到，嘿咻，厝内山给别人，水啦！讲叫呀，小等你爱你入进唱会场，无时无陪囡仔害我来失恋，
可比有心无灵魂。紧紧来送你离开啊！连一句拢无安慰，害我变伤心。会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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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的给别人。嘿笑嘿笑嘿到什么时候？人到了樱花桥，不吹把人玲珑叫。来山的兄弟呀，水甲花闹大啊！哈哈，好难唱哦，依旧是不会嘞。来山高中要出山，来山高中要出家，咱感谢咱小丁的点播哦，感谢多啦哈。好啦，我这个出家吼，安尼熊变成出山，我真就歹势，对不起，我真的给他唱成出山了。哎呀，好啦，我回来了，谢谢点播。来，接着就是那个导播校长今天撞钟会这样子来来回回哦，无限来来回回请大家见谅一下这样就不用诶。来，你像我 echo 是不是？没紧掉。好，我回来了，来回来，主持人回来，朱麒麟回来啊！朱麒麟今仔日就不用诶今仔是就不用诶。来，好，最下聊天室来啦，后一个是1点40分哦，1点40分会当来期待一个，来约一个，后一个是倒一个大佬要来 call in 入来的萌芽你好，稍等来我看一下哦，感谢会员吗？啊。马克先生，感谢你上一个会员给大家而且竟然是 Super 爸爸被狙击到猪猪唱过2次，对，2次都这样，对不起，梦回教授跟回行秀你好，稍等来波西米亚老师你好稍等来等一下谢谢你们，谢谢大家，30块的便当现在买无我现在价格熊家嘛买无呢，30块的便当已经无啊，30块太少啦。嘿啊，真的是那个便当模型便当好啦，我好白讲的啦。总之谢谢小天跟刘妈以及琪哪里有30块便当已经回不去的年代了。阿妈怕你肚子饿，我也想知道哪里有一多赞啊！不愧是咱的牛妈，真正高兴。因为若是要吃泡面，我嘛是会选一多赞。若是要吃泡面，我真正会选一多赞的，一多赞就好食的，迄空白，一多赞迄空白的烤饼真就好食的稍等来我看一个看一下还有谁还有一句出道山外开演唱会，马克先生。辛苦导播和主持人吗？刚想无言，我给那里家就播演的校长兼撞钟兼主持人兼导播兼歌手这样子。嘿，中导你好，新秀你，中导平安，中导好，财叔你好，来给那里是咱应该是咱一年才一摆，也是2摆尔的这个 call in 的这个节目等下刷落来，咱要 call in 的这个。观众在1点40分的时钟会 call in 入来在待会的1点40分就是我们迎来第2位我们的面线大佬 call in 进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下一位是哪一位嘞？开始我领加滚水嘞好好玩咯！我今天就爱产林到顶生这个要怎讲？这第4台这个好歌啊，就是第4台这个情境这个效果，其实去年在玩的时候欲罢不能好好玩呐真的是很好玩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才调安尼直直用台语开讲所以就是因为我也担心说台语要聊天会不会让有一些观众其实蛮有压力的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太常开类似的这个call in的活动除非有一些可能就觉得说不然来玩一下吧，像今年度今年的没开讲到啊，今年的没 call in 到有无今年到就是昨天为止就一直没有类似的活动啊而且我现在嘛在宣传咱的这个实力的这个商品跟专辑而且我现在刚好也在宣传就是我们目前台语的这个专辑跟我们的这个生日周边只预购到6月27号我说我的手工博到底来算一个是应该是不错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啊无的这礼拜因为咱的这个
生日的这个商品就是预购这个生日的周边，就是预购到这个礼拜六而已。我就觉得好，这个礼拜就敲一天过来跟大家玩一下这样子。对，一豆再加葡萄干一点，一豆再加葡萄干就要神呢？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没人家的物件。不是葡萄干单吃就已经觉得不能吃了，何况它是加在一豆餐里面，你们自己吃。伊都在加葡萄干，我才不爱嘞。啊，不过听讲我今嘛，我喜获了5盒葡萄干，听说在昨天。对，我梦回一下昨天，应该拢是一张梦啊。我做梦梦到，我鸡仔互人背起来，唔拿安尼。我搁要食5克的葡萄干，我搁要去寿山动物园看啥物家族的展览。侥幸哪有可能啊？够恐怖诶！啊，加愈愈，什么愈加愈赞啊？是愈播愈赞有啦，是愈播愈赞有啦。嘿，所以先甲伊当做繁华拢是梦，家族拢是梦。好，后一首歌就是繁华拢是梦，感谢各位。繁华拢是梦，不尝试看看吧，搞不好葡萄干会变不要。不是薄荷，我已经给葡萄干就这摆机会啊！我已经给葡萄干很多次机会了，我没有办法，我真的反正这次要单吃。这次福利球开出来的条件是，就祝你可以分天吃没关系，但是你要单吃什么东西都不能配。那么跟安内马赫啦，这样也好啦，先抓定钢簪，因为这样才不会让葡萄干去污染我喜欢的芋头啊、香菜啊、其他的食物啊。葡萄干就乖乖的单吃就好了，单推啊不是。我真的什么嘎嘎抓不嘎抓我白讲，梦到流星是不是波西比亚老师？不是比亚老师，你刚才我透早明白到，我要去看。足侪足水当当的家族，真正有够侥幸的，真正有够恐怖，你敢知？希望一切拢是梦，应该拢是梦啊吼，应该拢是梦啊，不是真的。可以吃黑米饭跟黑米饭配什么？你说紫米、黑米之类的吗？好吃呢。不过我不要多啦，什么都联想到那个家族真的是。爆点玷污但我不是，我没有带罪葡萄干不是，你们不要抽油我不要讲话，我卖恭维啊啦，我要啉一下小骨水，等下咱第二个这个观众要call in入来啊啦，哎呦，妖神啊！来，而且我今仔日安尼讲台语啦，甲去年安尼相比起来，我今年讲的台语敢有进步？面线兄弟，恁安尼听我今年讲的台语有小可进步无？甲去年比起来，我感觉有小可进步啊啦，有啦，应该是有啦吼。但是无就无啊，你免怎？我感觉我今年讲台语应该是有淡薄，甲去年比起来，应该是有进步就侪吧，应该是吼。我觉得去年的那个 Call In 第4台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讲的真的还是很卡，但是我觉得今年稍微有淡薄较认真啊啦，今年有较认真啊，有无？吼进步就侪啊，有无？小进步的有无？这台语吼。真正爱定讲，定讲都是你的啦。语言这个东西真的要常常讲讲久了就是你的。只是紧张我会跑出日文啊！神灵宝贝，对不起，それがもし訳なくてしょうがないよ。这讲不法多，我讲不法多，只是把葡萄干倒进碗里面有点像。啦呀哈呀，啦，哈密瓜先生，好哦。熊安尼啦呀哈呀，啦，嘛是无要紧啊，因为这个乌萨奇。就高水耶，高水咖我就爱耶吼！而且听讲我伫咧梦中，迄5克的葡萄干，我
我运动的时阵拆开，全部拆开来吃有无？听说我梦到的这个梦，5盒的葡萄干要在我的重训里面单独吃掉它，没问题。各人做呀，各人担吼。这些朱蒂卡说到做到，所以下次朱蒂卡露手手直播，会把5盒葡萄干全部倒进好大好大的钢盆里面哦，吓死我自己哦，吓到魂飞魄散哦。要是到时候这个皮突然静止不动了，这不是静止画面，这不是静止画面，真正出山啊，知不？真正是咱奶山姑娘要出嫁，啊，这嘛是朱蒂卡要出山，知不？真敏感的朱蒂卡要出山，那个后事就交给你们了哈，谢谢你们。先把后事交代清楚。有啦，你有5K 啊葡萄干，好啦，会吃啦，拢吃啦，安尼好不？吃都吃，吼，我们愿赌服输，我愿赌服输啦，好不？好啦，时间来到到1:35吼，是1:35。今仔日是咱第4代的这个call in的节目吼，啊，等下有咱的姊妹啊，甲咱的这个米酸兄弟的call in入来参，伫开来练小话，我真就爱参咱兄弟姊妹来练小话。哦，真就感谢就感恩的，因为即马这个时间大家拢足无用的咯，吼，阮足济这个上贵这个会员啦，吼，大佬啦，吼，即马等咧1秒钟几十万上下咯，这足无用的哦，无用过来 call in 吼，有1半以上的这个大佬无用，但是不要紧吼，我们有1半以上的高阶会员大佬，其实我就是一发私讯过去邀请，对哦，这个基本上给那里的这个节目，吼，就是开放给我们的高阶会员使用，我当不奇怪，开放给我们高阶会员做一个call in互动啦，对，不过真的一半以上都伫咧做工课在做事就无用诶，嘿，不过不要紧，吼，我还至少抓到了7位过来，谢谢你们，去年差不多5-6位左右尔，啊，不过今年有7位。会当唱迪卡来这个 call in 吼，来练小话就感谢就感恩呢吼。乌萨奇流星装可以不要吗？这话出费啊！哇靠，好血腥哦，粗糙！哇靠啊！我是还蛮喜欢赛德克巴莱的啦，不是，是不好看。对，我不是。いや、それが断りますね。やめとこう。啊，燃烧神教力好，可以把葡萄，可以不要吗？电先生越来越黑了，完蛋了。小哥你好，刚下来到着迪卡频道，今仔日咱第4代的这个call in的节目吼，等下咱1:40分的时阵，第2个call in的这个观众的对call in入来啊哦，会当叫看卖是倒一个吼，刷落来想用什么啦？吴贤，感谢你加入咱的这个文化部爸爸的这个会员吼，新功能测试吗？猪猪加油，嘿，我也加油哦！一定没有你吗？不好，不要紧吼，恁东西大佬一定是有机会的吼。出草很血腥，长出草就萌萌的。你们也知道出草很血腥哦，你们怎样哦？啊，你们就常常在我这边种草。常常在我这边生草，然后让我背锅，你都安尼对待我，搞咱糟蹋，你真是就要神呢！阮阿嬷，伫开阿嬷就爱讲这句话，就是啊要神啊，伊搞死囡仔。细汉的时阵就听无伊咧讲啥，就想讲应该是阿嬷咧细念，啊毋过大汉即马我咧学台语的时阵，雄感觉这句话真正是就古锥的，要神啊，搞死囡仔。好好笑哦，对啊，足侪物件拢是我细汉的时阵听到的，啊，毋过毋想要讲嘛，袂晓讲，吼，即马讲起来，就好亲像迄时阵阿嬷咧讲的话共款。我常常咧想，若是我迄当阵会当讲台语，应该会当参阿嬷讲足侪的物件甲代志。啊，毋过即马已经袂赴啊，阿嬷已经袂去丢啊，阮阿嬷。嘛是足健康的，啊，毋过啊，这个已经老啊啦，嘿啊，这个
年长失智的部分啊，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可逆。但是有机会，嘉哥导导来参大家来讲这件代志，就是之后就是我们可以再来探讨，就是高龄化社会，然后失智族群的一些话题这样子。哎呀、好，时间来到着1:39，来第二个这个要接口音的这个观众准备好势哦，咱差不多要来开始来口音哦，水啦，来哟，第二个是倒一个咧？哒哒哒哒哒哒哒，喂喂，喂，你好，跟我听电话声，你啥？我想哦，你有看没有？我想啊，你跟我听电话声，等下，阿伯，有啦，有听到阿伯，你冷静，阿伯，你即摆是伫咧厝内底吼？伫咧厝内底，你是一个人大，还是有4岁甲你斗阵大做伙？啊，我一个人。一个人吼，刚下刚阮啦，恁刚知影我是啥？想看卖啊？唔知呢。唔知吼，不要紧啦，你叫我迪卡就好啊。啊，嘿，迪卡啦。听起来萌萌的。这个阿伯，你雄雄呢？你讲国语哦，袂歹哦。你讲国语嘛是少点转的呢。我讲国语较好啊。甲国语较好。我袂晓，我袂晓讲台语啊。袂晓讲台语啊，好啊，不要紧啦，好啦。来，阿伯，你请问你吃饱了没？吃饱。你叫我讲台语，啊，毋过你雄雄嘛是讲国语呢。不要紧。不要紧哦，啊，你哪知影阮即马咧口音啊？有一个，有一个心灵感应啊。一个心灵感应哦，你即马摕一个电话拍这个什么0775339967就安尼就通啊哦。看起来就蓬蓬诶啊。这个什么蓬蓬一定做好耍啊。什么做好耍？你即马感觉有做好耍诶吗？还好啦。还好哦，好啦。阿伯，你刚知影这个是台湾虚拟实况组 VTuber 的这个节目。VTuber 是啥物啊 ？VTuber 你刚知影布袋戏？布袋戏，知啊。知吼，阿伯有看吼。你上爱是倒一个亚小体？迪卡豚猪鸡啊。娘喂，好型哦！你给我装笑诶！阿伯，你有在看哦？看啥？你有在看这个台湾 VTuber 点？啥啦？嘿啥？你头拄仔就讲台湾，你头拄仔就讲迪卡豚足鸡啊无？应该是吧。好啦，你是安怎会知影台湾的这个 VTuber 叫做迪卡豚足鸡啦？因为萌萌蓬蓬的啊。是像互你讲的啦。无人甲我讲啊。是看起来就是啊。我知影是4岁，像你讲的对唔？我唔知啊。唔知哦，是恁孙还是恁囝讲的？我无孙啊。恁我一个人啊。一个人无啦，我是讲恁，莫哭吼，恁的子孙已经是要读大学，还是厝外拍拼心？应该是啊。应该是。你家己嘛唔知影有孙安尼。应该是啊。来，感谢你今仔日的口音，虽然我唔知你是安怎吼，会当口音入来，毋过真正是有够有效果的。来，阿伯，恁刚知影即个台湾的 VTuber 迪卡豚足鸡吼，有出一张专辑叫做《钓味》。有哦。有吼，你哪知影？无啦，我是问句啊。问句啊，有啦，这张专辑吼，伫咧咱 YouTube 吼，拢会当听啦。阿伯，你敢有咧用 YouTube？YouTube 是啥物 ？YouTube 这是就好的代志。You 就是 you。你啦，你。对，你管啦，对不对？对，阿伯。我知。你知吼 ，international 的阿伯，这个 YouTube 我英语嘛较好啊。英语就好的吼，来，你若是知影这个英语，
啊，你嘛知影要来 call in 入来，吼，这真正吼是有缘分啦。啊，即马介绍互你吼，这个迪卡吞足机吼，这个节目就是咧推广这个台湾的文化吼，甲台湾的这个精明干练。啊，你知无阿伯？什么是精明干练？无啦，你后摆吼，若是吼讲到迪卡吞足机吼，就讲精明干练就对啊，知无阿伯？啊，我 Google 拢 Google 不到啊。你是 Google 袂着精明干练，还是 Google 袂着迪卡吞足机啦？但是我 Google 精明干练会找到啊。无可能，无可能！但是阿伯，你搁 Google 一摆。精明干练，你看有啊。阿伯，我真足爱你的，我真足困了的，啊，毋过我足爱你的，阿伯，你敢知？谢谢啊，谢谢。都侪人拢爱我，嘿嘿。啊，你定定安尼哦，call in 的节目，咧第4台的时阵，定定安尼 call in，拍电话入来许啦。啊，好耍啊。好耍哦，吼，安尼吼，啊，你敢有买物件？买啥？就是咱第4台，毋是定定有啥物饼干，就是饼啊，是药啊，啥物有诶无保健的商品啊，有诶无？阿伯，你有买无？有啊，食伤济啊，老年痴呆啦。老年痴呆，无我看起来无像咧老年痴呆呢，你看起来足精明诶。啊，精明是我，精明是你啊！这个阿伯等下，这个阿伯，你有做功课哦，你有偷偷研究迪卡吞足机哦。Google 到的。哦 ，Google 到的啦。哦，就感谢就感恩的。啊，你刚知影迪卡咧做这个生意，有这个生意的商品。像生意。哦，迪卡啦，你即马像我咧讲话，我是迪卡啊，迪卡即马有这个迪卡的这生意的商品有咧卖啦，嘿啦。啊，你讲有要炸几组？我无买。好，无买啦吼，要紧。但是我要买个旗子挂起来不错。哦，你要买机啊，有啦。系啊。是安怎？你就爱就在摩托车后面，爬步啊。哦，多摆哦，别等下，安尼刚好，安尼刚会伤危险啊，阿伯。袂啊，喇叭一吹落去就好啊。等下，安尼恁孙会雄安尼感觉就单就烦恼的无？那家己的阿公安尼雄咧插一个机仔伫咧后边，啊，多摆安尼徛，安尼刚好。要紧啊，我听到啊。都听到啊，袂啦，阿伯看起来嘛就，哎呀，听声音看起来就少年呢，吼。啊，要炸一个鸡仔好啦，好啦，谢谢啦，吼。好啦，我登记起来，嘿，我登记起来哈，阿伯我一个鸡仔。阿伯，你真正有感觉的阿伯，啊，你刚知影，即摆咱足侪这观众咧看你。有哦。你刚知影啊？你伫倒位看的？我伫迄泥馆啊。泥馆是啥物？泥馆 ？YouTube 啊。你阿伯，我笑到真正，等下我巴肚就痛。好，阿伯，你即摆伫咧？巴肚痛。我这巴肚痛。嘿。刚去放屎。无，毋是放屎，毋是放屎问题。无，我是笑到巴肚足痛，你讲听有？安尼就好。阿伯，感谢你的关心啦，吼。毋是身体无爽快啊？毋是啦，阿伯，我真正就快解睡呢，阿伯，我就困了的哦，真正足好诶。困了。我就困了的，毋过真正是足好诶。阿伯，恁刚知影即个观众拢讲你足内行诶，毋知影是安怎讲你足内行诶？你刚知？是哦。系啊。就 Google 开啊。吼 ，Google 改无啦，我想讲吼，你即马嘛是会晓用即个 AI，即马嘛足侪时大人会晓用 AI 吗？哎呀。吼，啊你那个长辈图很好涂啊。好，长辈图就好用诶，啊你长辈图。每天都精谋干练，捧你妈！哎呀啦。等下阿伯，你头拄讲话迄精谋干练应该无出现过伫咧咱长辈图呢，咱应该是有啥物误会哦。应该是啊。但是我看到的。我真正笑到要变过去啊！阿伯，好啦，
我真正就欢喜今仔日会当请你来开讲一下。啊，毋过你今仔日敢有啥物歌要点的了无？啊，对唱歌啊。系啊，会当点歌，阿伯你毋知影吼？啊，唱歌啊。系啊，系啊。啊，探一下啊。你有啥物台语的歌跳？风来吹，吹着地界边。不是，阿伯，等下，不是你唱啦，是我唱啦，阿伯，是你点歌，啊我唱。是我唱哦，啊是你是要唱歌晓啦？无，好，无紧，啊是你是要唱歌？你讲要唱歌？嘿，我互你唱好了，无，我互你唱，来。但是我白晓唱啊。无你头头有唱啊，阿伯。两句话尔。哦，我真正笑我要变过去啊！阿伯，你真正哦有好，阿伯，我先来深呼吸一下，已经1:50，你真正从我练稍微有10分钟啊哦，你敢知影？那即摆你要参大家讲，你到底是倒一位咱的观众好无？我是桃园的长路啊。你是啥话？等下你搁讲一摆，桃园的倒一个？长路啊。长路啊是啥话啦？长路啊是倒一个？刷锅子的。好，长路啊，嘿，等下，来，我即摆咧家己底下已经放伫咧你的名头前啊，毋过我毋知影吼，阮兜的即个观众是知影你是倒一个无啦？观众，恁讲听有？这是倒一位？这是倒一个？咱的观众，阿伯，你搁画写一个，互大家又看卖样诶。这啊，发怒啊，毋是长路啊。来面线兄弟，恁讲听有？这个阿伯到底是啥？是倒一个人？无啦，什么种沙？无啦。阿伯，因真正毋知影你是倒一个呢？安尼要怎？不要紧啦，唔知就实在买好啊。吼，无啦，等下吼，等下我会甲咱的观众嘛是发表一个，有人摇着啦。长官，真有你的长官，你是阿北上身是不是啊，长官？对。长官，我甲你问一下，你平常时啊有咧讲台语无？没有等一下，你是安怎？当 cosplay 人家行？你刚刚这个长辈上身你真的是那很搞不清楚状况的阿伯，你知道吗？我尽量让自己长得搞不清楚状况。长官，很棒！我今天里的米甩真的有备而来，咱破晓催泪给长官，我差点要讲长辈，给长官一个掌声，谢谢。长官，谢谢。我就说你应该没有准备很久，只是即兴发挥，对不对？对。不愧是长官，太棒了，长官。就我本来还准备了一个笑话。当讲啊，不好 ，OK， 你今晚能够淡薄时间哈。对，因为那个就是本来是想说就是听不懂台语啦，对。听不懂台语，但是我应该说听得懂，但是不太会讲哦。对，但是我可以大概懂一些就是台语的笑话哦。不要紧。前几天就看到有一个网友在贴文，就是你知道那个巴黎莱雅？巴黎莱雅，不知道呢，这是什么迷因？巴黎莱雅是那个我知道一个牌子，对，一个牌子，然后呢？对，就有人就说他是知道怎么看字的梨子。谢谢长官，什么东西？好懒哦，长官。长官，谢谢。蛮好笑的。谢谢你哦。就算你今天真的说你台语讲得很不好，但效果十足，请你等下一定务必去补档，好不好？拜托。好。好赞哦！啦，长官，今天我们的台语歌曲有没有想点歌的？好，我想点那个张秀卿的《车站》。车站哦，好哦，咱唱起来。小时候都会被爸爸逼着唱。啊，是安怎？就他开车啊，他觉得无聊，叫小孩子唱歌。
我们不会唱，那就叫不唱。啊，等下不过张秀清这个是女生的 key 呢，敢会伤悬。小孩子唱上去。也是啦，还没有变音。好啊，不，长官我好你唱好啊，来，今晚好你时间。没有，我真的不会唱。你都安尼讲啊，OK 啦 ，easy 啦，对。好啦，谢谢长官，高霞你谢谢。对，然后米管平台的你各位面线们，我们恭送长官好不好？谢谢长官，拜拜喽，拜拜。好闹哦！哇靠，效果十足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是长辈扣印进来，其实就单纯也不晓得是在干嘛，只是他就是想扣印。我们刚刚长官完完全全掌握了刚刚就是一个完全听不清楚的长辈就算了，然后还搞不清楚状况。长官，你跟我讲你就紧张，我就没相信。长官，谢谢你。来，我们趁现在我们还有5分钟时间，来张秀清的车站，让我记得哦，因为等下2点随吹落去哦。我们接下来2点开始，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整个就是call in 非常的连发，所以之后的call in我们就把那个点歌的歌曲全部集结起来，在可能call in结束之后再一起唱出来哈。来，车站，等我记得哦。是啦。那这个 echo 来导播 echo 好，来我们导播很忙哦，导播超忙。布布车站，谢谢长官的点播。咱今晚要来唱一个车站，张秀清诶。好哦，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情人。阮是伤心来相送，无情的喇叭声音声重，我台边依然写心所爱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车站内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夜夜梦。感谢咱这个长官阿伯 call in 点播吼。这个互人足困了的这个阿伯，真正是 cosplay， 真正足好的吼，足好的啦，长官，感谢啦。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情人，阮是伤心来相送。无情的喇叭声音声重，我台边依然写心所爱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车窗内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夜夜梦。无情的喇叭声音声重，我台边依
心所依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车窗内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夜夜梦。好，感谢咱长官的点播吼，来刷落来，我们回到咱的这个咱的新猪白啊吼，公马白啊面头前，来要来接后一位要来call in的这个观众咯，是倒一位咧？来，准备好势，两点是你哦，两点的这个，我看是倒一个哦。喂，你刚有听到我的声？有哦，我还请问你是倒一个？我是诺诺啦。哦，你是诺诺，你好你好，感谢你call in伫咧迪卡的频道，你是头一摆call in吗？是啊，我是。你是吼，诺诺你好，你是安怎会知影我的这个节目？等我一下，我姐姐跟我讲诶，你姐姐是姐姐，安尼哦，你我姐姐姐是迪卡，你知影无？我姐姐啊，安尼这样拄好，我嘛叫做迪卡呢，诺诺。这你拄好。哎呀，这样拄好，你姐姐敢有真敏感的，跟我同款。哦，我姐姐就碰诶。你是敏感的，我唔知，我姐姐就碰诶。你姐姐足抱的啊，足捧的人其实嘛是足古水的，你讲是毋诺诺？碰就是古水啊。哦，捧就是古水的意思吗？刚刚呢？是啊，我姐姐就碰诶，你嘛就碰诶。咱的这个诺诺观众吼，咱爱哦，慎重的甲你说明说字面啊，说字面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ね。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わかりますよね、ノノちゃん。わかりません。わかり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らない。急に日本語になっちゃ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どうする、ノノちゃん？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咱来。ちまで繰り返しじゃなくて、台湾語にしましょう。台湾語。とりあえず、他都有講，你這隻嘛是足碰的，啊，毋過我甲你講，碰是足夠最尷尬，你敢知？我知影。你知影啦，好啦，今仔日我聽這個諾諾一聲嘛，嘛是感覺應該是，就。好親像有聽過呢，諾諾。什麼？好親像你的笑話應該有聽過呢。無啦，你，我，你安尼啊？你，你中幻覺了。幻覺，好，就是我想濟啦，安尼吼。是。好啦，諾諾，安尼就是恁姐姐介紹你來到咱的頻道，安尼做一個 call in， 安尼對。是啊，我姐姐跟我講的。嘿，你剛知影即馬咱這個節目是這個台灣這個虛擬實況主迪卡囤足記的節目。我知啊，我姐姐嘛是虛擬實況主啊。你拄好這個虛擬實況主嘛叫做迪卡喲。是啊，就拄好的啊。咱會講是講一個人。我感覺唔是呢。應該唔是個對啦，我較真敏感的啦，對唔？你較
勾追啦，对啦对啦啊，诺诺真啊，真够讲话吼，诺诺。啊，诺诺，我今仔日听到你的声，真正是足欢喜，足欢喜的。啊，恁刚知影你即个姐姐就啊，毋是这种，毋是你姐姐等下。等下讲毋对，都你刚知影即个主持人就爱唱歌的。啊，我头一摆，嘿，头一知摆影，知影吼。即个诺诺讲，我讲真实的，你即个台语嘛是讲甲袂歹，有即个 international 的，即个外国人的即个讲，你这 international 的台语腔的，嘿，我是梦之国啊，哦，不是台湾人呀。吼木之国是倒一个？来，你讲你是倒位来的？梦之国啊，梦之国的即个诺诺啦，吼，有啊，我即摆即个家姊弟啊，囥伫咧你的名头前有无？你的名的名头前有无？有登记啊？无呢，你无看到？无看到梦之国呢？有呢，有梦之国啦。你个详细看卖的，一个左下角有无？吼，有啦吼。啊，感谢你的登记。嘿啊，今仔日听到你的声真就欢喜的，你的声就高水的呢。你嘛无，你嘛嘿，我无就高水，高追，我无高水。好啦，我知啦，你想要学到我嘛是就高水的啦吼。是，嘿，啊，你若讲你等下，讲毋对啊，歹势，诺即个，诺即个观众，你即马讲会就紧张诶。是啊，我第一就练灯啊，真的是有够妖神练灯，我嘛是安尼感觉咧。诺讲歹势，佮叫毋对啦，歹势，你就亲像我姊妹有一个叫做鲁诺诶，你声嘛就像诶，系啊。啊，安尼哦，嘿啦，啊，毋知影你有熟悉无？即个嘛是台湾 YouTuber， 真正是有够高水即个鲁诺讲。我唔知影呢。我即摆甲你讲吼，你去你去这 YouTube 吼去找一个吼梦见路诺吼，安尼这小铃铛会当开落去，知无？我，OK， 哦，真是 international 的诺这个观众吼。哦，那今仔日吼嘛是有即个缘分，互你call in入来啦。啊，今仔日有啥物歌想要互迪卡唱一个无？要点歌无？我袂。你要点啥物歌？我要点这安怎讲？金包银哦，金包银吼。是。好，你是安怎要点这首歌？我姐姐甲我讲，就想要唱的，姐姐就想要听迪卡唱吼。是，好，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啦。好啊，你帮我讲下你的姐姐推荐你过来好无？好，我姐姐就碰就高追的。毋过我相信你应该是有误会啦，伊应该嘛是有淡薄仔敏感恋啦吼。无，就是碰啊。你是被哪一个大佬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这叫什么？套娃娃吗？居然是马来西亚华侨！大娃，你给我出来解释，我们家诺诺这么可爱，这么单纯。诺诺，你再好好的跟姐姐说啊！刚刚你说的那个碰是被威胁的吧？对啊，他们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姐姐，我真的没有要说你碰，我怎么会觉得你碰呢？你才不会碰呢，对吧？碰！哎呀，诺，没事的，我们抓住凶手了，我会帮你的，诺，你再忍耐一下。好的，碰姐姐，碰。等我，下次你来高雄，我带你去吃芋头好吗？喂。你选择性停战了，这样好不好？好啦，诺，谢谢你今天过来玩，你今天玩得开心吗？开心，好哦，我的破台语居然能通灵，好强！
可以啊，很可爱哎，超级可爱。我最喜欢跟你们聊这些，可能你们都说自己讲不好，可是讲的超可爱，好不好？耶，我台语是看8点档的。很棒，我也是。哎呀，诺诺你小心哦，其实大佬们都很疼爱你哦。听说你吃到6月而已，不过对呀，下个月，对，就是下个月不知道会不会有你。听说你生日快到了，一定不会有，你乖一点，一定不会有。有，你生日蛋糕，乖的，你生日蛋糕确定是芋头蛋糕了，爱你，拜拜。直接拍喂，你确定要吃芋头蛋糕了，爱你哦。哎呀，对啊，姐姐，婆婆姐姐，拜拜，拜拜，好可爱哦！救命！来金包银，我记起来。好，我们诺诺今天点播了金包银呵，没有问题。金包银，然后我们下一位差不多准备一下哦，2点10分的观众来准备起来。但我先把诺诺的那个银啊，对不起，我发现我又忘记录贝壳了。我刚刚那2首歌都没有录贝壳。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塔杜艾伦诺诺哈，就是对被那个高阶大佬他娃威胁，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哦。对我们大佬，你们要爱屋及乌哈，不可以欺负猪猪，欺负诺诺，知道没有哈？虽然说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送芋头给他吃，请务必好好爱戴他。芋头可以哦，大佬们，芋头知道吗？好啦，2点10分，后一个是倒一个要call in的咧。哦，2点10分袂。后一个是2点20分啊，我记唔对啊。来啦，诺诺，接下来你的金包银会当先唱啦。来啦，我们可以先处理，把那个诺诺的金包银处理起来。来，好，我们现在位是2点20分，好，我们还有余裕的时间来唱歌啦。你精明干练的姐姐说想要听这首歌哈，精明干练的姐姐啦哈。被猪猪抓到机会犯忌，开玩笑，我在你们面前抖 M 到不行，不要看这只猪这样，我还是有抖 S 的时候，好不好？要不然你自己去问水灵。讲出来了，水灵宝贝，你帮我扛一下。来，导播，我们切一下画面，导播，那这外面唱一个金包银哦，导播来，我们导播来切一下画面，对我们导播很忙哈，来，唱一个金包银哈。对，我们现在那种朱迪卡站上舞台哈，来金包银哈，带你的吹落去啊哦，等一下移动一下，导播上面一点，导播在上面，对对，好才不会吃到裙子哦。对，来金包银这首歌啊，真正是就搞定诶，很棒。今天这个氛围，今仔日这个节目，真正就适合唱这条歌诶，消息好，超级适合金包银。来，那盘声吹落哦，诺诺超厉害啊，诺诺，我们大家要给诺诺一个掌声好不好？诺诺，大家多数不会说台语，大家都讲袂晓讲台语，不过这个call in入来的时阵，真正是讲啊，嘴甲全破，谢谢你们，我最喜欢跟你们一起讲台语、玩台语了，诺诺好棒，爱你爱你，超赞。来，我们先来金包银一下吼。我吹一个卡拉 OK 伴奏，来导播卡拉 OK 伴奏吹落去哦。水啦！来，刚下咱诺诺点播的这个金包银吼。别人的生命是空境甲包银，阮的生命不值钱。别人啊遐开嘴是经验药钱，阮若是假讲话，连命就出代志。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别离。人是好命囝，不是咧做兄弟。当我的囝才的问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虽然
然是做兄弟，阮心也真稀微，烧酒半分过日子。过去啊个往事，不敢提起。看错行了，因为诺诺点播就碰掉了啊！怎么会碰掉呢？因为诺诺点播了，就碰到了。哦，规人碰碰去了，诺诺哪会安尼啦？诺诺啊！别人的生命是空境报应。阮的生命不值钱，别人啊开嘴是经言叫伊，阮若是假讲话，两面就出代志。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过日，人是好命囝，阮是咧做兄弟。看我的囝照替阮天，念在刚好心不由己。虽然是做兄弟，阮心也真稀微，烧酒半分过日子。过去啊的往事。不敢提起，哎呦是这行，哎呦诺诺伤脑筋啊，怎又会无勇气？哎呦诺诺这行怎么回事啦？为什么就一直碰掉呢？是因为诺诺碰碰的吗？啊，一定是因为诺诺想吃芋头。刚才咱诺诺点播的这条金包鱼，咱这个诺诺嘛是足高水，高水该搭子，而且伊真正足爱食蚵仔的，是我真正足高水的小妹啊！你若是会当支持咱的诺诺，会当甲咱订阅一个小铃铛吼，安尼甲咱开起来吼，而且吼会当送这个几粒蚵仔过去，伊会足欢喜的哦！咱感谢咱的诺诺酱，咱的诺诺，是啦！姐姐没有公报私仇，姐姐最爱你，我上爱的诺诺，姐姐爱你哦，最爱了，姐姐真的很爱你哦。啊，歹势，咱雄可能盗账号吼来，来朱麒麟等来啊，朱麒麟今仔日就无用的来。我们主持人回来了，对，不好意思，我们刚那个歌曲唱到一半，突然就是有一句会崩掉，对我只能说就是啊，点播者好关系到这个朱蒂卡的这个演唱的这个过程，对，那刚刚为什么会崩掉呢？我们就看看这个点播者到底是哪一位哦，因为是可爱的诺诺，那才是没有办法哦，姐姐爱你哦，诺诺。爱梦，感谢你来到迪卡别的爱梦啊，好爱你哦！待会我们哪一位什么时间会轮到爱梦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一旦期待起来咯，点头顶，送头送，公报私仇啊！不对，康翠是个金包英文呢，卡点唔大吉，新秀哩！我真的觉得新秀很会改歌词新秀你真的很有才爱得越深，迫害越深。我就是安尼讲的啦，我真正是最爱我的小妹仔呀。阮的诺诺酱吼，真正是帮大家福气啦，大家嘛是足照顾的啦，足感谢足感恩的啦，所以一定要宣传起来，吼，甲咱的这个诺诺酱好好照顾一下。这个蚵仔吼。嘛，互伊加食寡，知无？伊真正是足爱食蚵仔的啦，甲因姐姐伫较共款啊。若是无蚵仔，伊就袂用活；若是无蚵仔，就袂用活，知无？谢谢大家！诺诺感动到说不出话了，是吗？我嘛是安尼感觉，伊真正是足感动，嘛是足感恩的。我感受会到，我感受得到他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动，说不出话了。安，
2020先生。OK， 只是烽火线主持人而已。好啦，时间来到就2:19分，咱差不多来2:20分的这个观众，先准备一个哦，来，迪卡要来接一个call in的这个电话啦，来2:20分，咱准时来接一个call in的电话哦，来，紧张，刺激，刷到来是倒一位呢？准备好势，准点打过去哦。而且其实我突然好想要摘花哦，但是哈密瓜先生这个我看一下，讲出来了，完蛋了，不能玩梗了，可恶！好，不是，他不是哈密瓜先生，他不是对。来，咱来加一个 call in 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歹势，请问你是倒一位？我倒一位，我台南阿龟啦。哦，你台南阿龟哦，我知是咱的阿龟，来，哇，爬下去嘞，欢迎咱的阿龟。请问你是？哦，歹势，我叫做迪加囤足机啦，你敢有听过？哦，是迄个最爱食流星啊，搁最爱看葡萄干迄个吼。我无最爱食流星，你听啥讲的啦？我听大家拢安尼讲，观众较有可能会讲白差对无？无啦，阿龟，你听我讲啊，无，咱昨吼，我真正是有面茫着讲，我要去看即个流星即个家族的展览啦。毋过我无食过啦，你相信我好无？目紧迄天会当去食好饱，食好满足。我无要食。我看好满足。看好饱，那个观众的误会呢？我食什么家族无啦？哎呦，够恐怖的，对嘞，阿瓜，来，阿瓜，你真正卖相信咱的观众，拢安尼，互安尼低卡糟蹋，互低卡欺负安尼，你真正爱相信我，安尼好无，阿瓜？喂。阿瓜，我头拄仔讲啥，你有听到无？有啦。我头拄仔讲啥，你搁讲一摆。你头拄讲观众的话爱信，迪卡的话听就好啦。我想爱靠腰要讲出嘴啊！对，无阿瓜，来，我。即马详细讲互你听，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囤足机，吼，我就爱唱台语歌，我就爱食蚵仔，毋过我真正无食过兔仔嘛，无食过鸡爪，安尼好无？是迄个台语歌唱歌足好听，迄个无啦，是你无去想啊？无影，好听毋通惊报。安尼吼，我就惊诶，因为我感觉我应该爱搁较拍拼，爱练习安尼。哇，真好吼！哎，咱阿哥你是安怎今仔日会知影讲今仔日要来 call in 入来安尼？有一个低卡的人，迄阵写批互我。哦，写什么批？嘿，讲敢有法度来因的节目做 call in 安尼？哦，原来是你啊！哦，安尼，迄是啊，无你的真杯，妈捌你，是迄首歌晓啦。是确实毋捌你啦嘿。所以是安尼，阿乖阿嬷是要点这首歌叫做《无你的真杯》啦。无，阮阿嬷袂看歌单啊嘿。安尼啦吼，无安尼好啊，你真正是 call in 入来哦，若是有缘分啦。今仔日阿乖有要 call in 无？哈？无，歹势有要点歌无？你即摆就咧 call in 啊？我回去。我嘛回去啊，歹势。无咱来点一条沈文成的《古今夜秘密》鸟喂，这首歌好听呢。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你的规面拢是条仔子。无啦，歹势。不用笑安尼。等下阿瓜，你是安怎？伫咧台南，大家拢咧讲台语，所以你即马台语嘛讲到真有够练转是毋？无啦，迄个强逼出来。强逼出来啊？是自细汉开始逼的吗？
大拢会讲台语，我哦，安尼就好诶呢。我嘛是时大人，嘛安尼逼我讲台语，毋过我安怎讲拢讲无好呢。安尼可能讲无够济，加讲歌就好啦。加讲歌吼，啊，你即个沈文称即条歌是安怎要点即条歌就好听诶？啊，毋过有啥物故事无？因为我细汉时阵，迄老爸咧开车，嘿，啊，都爱听台语歌诶，嘿，啊，定定拢听即条。好，啊，你参大多啊？迄即个啥物？伊无叫我唱，我嘛毋敢。迄较困难，啊，就是感觉即条歌好听，吼，就好听啦。啊，他拄啊，他都有一个吼叫做长官的即个观众啊，伊爸爸吼嘛是因为吼受伊爸爸的影响，要点他拄啊迄条歌啦。啊，歌嘛是安尼吼，受爸爸的影响安尼。对。吼，沈文成呐，吼，真正是吼，咱爸爸的迄个时代最有名的呢。真正拢变做我的童年回忆啊！童年回忆我嘛是，我知影，搁咧好咧加载我会晓唱呢。啊，遮好。嘿啊！安尼我就期待一下啊。啊，毋过一个人爱唱查甫，啊嘛爱唱查某，我会加油啦。会啦，你猪猪呢？哎呀，我猪猪啊！毋过阿哥，嘿，我真年干呢。嘿，你讲，继续讲。啊，你先讲。不，你讲出来啊！紧，金明啥物？金蒙干练啊！不是啦，你头拄明明是讲金明干嘞，对毋？啊无啦，最近较少咧讲台语，讲毋对，迄音发袂好势。你甲我白，你头拄金明就讲出来啊！是安怎形容敢毋讲啊？应该是麦克的问题。无呢，你今仔日这麦克足清楚的呢。足清楚啊！系啊，安尼金蒙干人应该是无讲毋对呀，哈！歹势，我真正歹听话，要袂出来啦！我叫我后盖叫你拍死！我甲你讲，你住台南对无？我住高雄，咱只咱小拄会着啦，阿哥。无，迄台南迄是算做工课的所在啊！我本人我袂使讲我住一队。哦，安尼啦，就做工课的所在伫咧台南，然后本人毋是伫咧台南晓啦。虽然讲本人嘛是伫咧台南，毋过袂晓讲啊。阿哥，你真正目睭搞袂消诶，安尼就好诶，阿哥，安尼好。好啦，阿哥，我甲你问哦，你刚才即个屯伫较囤足机，即马囤咧即个做生理的即个生理的商品，吼，有要炸几挂无？哦，我炸一组。哦，你已炸一组啊？几组诶嘿。哦，几组？嘿，啊，就想讲迄个农药地啊。嘿。哦，起来地农药多好。我甲你讲，伫咧台南的时阵，我是安怎要做即个农药的地啊？就是去台南省的时阵看到的。嘿，真正有熟悉迄个哦。嘿呀，这就真的咧。袂歹，阿哥你的 sense 真好。啊，哥你在唱片哦，会听甲目屎咁要滴啦。你有买阮的唱片哟？我买一块精装版的。啊，鸟诶！哦，你真正 sense 有够好诶！你刚才即个精装版，即马甲即个 DN 面头前的即啥物图，谁最无共款啦？不要紧，好听就好。哎呀，应该是讲，你收到即个精装版的时阵，你会雄雄带一条，因为真正是有够下拍，谁最无共款啦？安尼，我期待一下。嘿，咱等期待一下啦，阿哥啊，吼，谢谢刚才你的支持呢，吼。系啊，你毋知影是安怎要扣印入来，毋过嘛是有买咱的商品，真就支持的吼。袂啦，迄算应该啦，啊，遮好听的歌曲对无？是啦，啊，我紧，嘿，你讲无紧。我袂记我要讲啥。嘿，无紧啊，无紧，你只要知影，即个迪卡就是真敏感的，你讲一摆。迪卡真感人。无紧，你即摆麦克应该是有淡薄仔问题，你搁讲一摆，咱最后吼，咱咧说什么是いただきます。即个迪卡真敏感的，好讲一摆，安尼就好啊。好啦，迪卡真敏感的。麦克真正有够赞的赞，你是用手机还是麦克？我用麦克啦。哦，用麦克吼，有特别去买吼。啊，无本来就有啊。哦，你本来厝内底就有即个麦克。
嘿啊，交朋友的练小话嘛是常常咧用来讲。好啦，哈密瓜先生，你今仔就讲冷笑话，哈密瓜先生拔下嘴嘞。对啊，唔敢晓，唔敢晓。你是安怎？你还搞冷笑话？你常常趁恁朋友安尼讲哟啦。啊，无咯，有诶时阵人较起笑啊。谢谢，今仔日这个效果真正效果十足，你敢知？安尼真好，安尼真好。你等下一定爱看这个回放，真正我熊熊迄个歹听话被逼出来，你敢知？安尼可是安尼后盖真正甲你逼出来。不，这个我们全年龄向的这个评得吼，真正嘛是卖讲歹听话，但是他都真正靠腰。哦，拍谁？好了，到账号啊！好啦，今晚，哎呀，今晚杂讯，对，就是他突然吼，但是我跟你讲，真敏感的不是杂讯。好，谢谢哈密瓜先生，谢谢，拜拜，拜拜。好啦，我们谢谢哈密瓜先生，哈密瓜先生很谢谢你今天特别上来，然后工作也辛苦了，不好意思，感谢你，好不好？下次再聊。啊，哈密瓜先生嘞，那不跳掉。好，拜拜，谢谢你，哈密瓜先生，拜拜。拜拜。哇，哈密瓜先生，不愧是在南台湾的观众，台语讲的之好的所以来能量撒婚，来，我们今天的那个接下来的节奏会比较强烈哦，动词大词，来下一位，下一位动词大词，准备喝水，下一位，然后再次感谢哈密瓜先生、古金雅咪咪，我记下来了哈，来下一位动词大词，我先记一下好了。好，精明干练，好，谢谢你们，我好喜欢跟你们冷笑话哦。来刷的来，下一位是哪一位呢？准备喝水，我要吃你的口音啦，哒，来，咳，你好，你好。我听电话声嘛，请问。你好，我看不到电话啊！你看不到，等，你看不到电话那是无要紧。你即摆看不到电话啊，嘛是一种缘分。吼，我是伫较囤足机，请问你是？我是迄个恁隔壁迄正居酒屋的老板娘啦。对居酒屋老板娘，你哪熊打电话入来啦？哎哟！我想讲要敲电话去叫迄个阿莹啊、有莹倒来食饭啊，咱倒的蚵仔食袂了啦。安尼恁倒还有蚵仔，我即摆去食讲因子。那欢迎啊，食袂了。是安怎？恁倒熊有蚵仔啦？我毋知啊，肉粽嘛伤济啊。来倒食。我甲你讲，阮倒旧年的肉粽即摆嘛，真正是食袂了呢。这巴肚真正是胀甲飘形啊，安尼要怎？我安尼我甲你讲，吼，即摆我摕阮兜旧年的即个肉粽过去食你的蚵仔，你食我的肉粽，安尼好无？哎呀，好，咱讲话。我这个口味安尼袂歹，无啦，阿某安尼我歹势啦，无，因为我这个肉粽是旧年的，你蚵仔是青的，安尼要怎？无旧年无咱嘛国语要安怎啦？哦哟，是这啊。无啦，讲真实的，咱旧年的肉粽嘛是足芳的对。我足芳的，恁兜出来的肉粽都嘛足芳的，恁兜出来啥物我讲？哎哟，那。阿梦真正就搞讲话吼，我阿梦咧居酒屋真正咧头家娘吼，嘛是做菜真正有够好食有搭子有无阿梦？哎哟你学咯啊！我拄仔看袂，看不到电话，我就歹势。无啦，我即马当咧无聊，同你开讲一个安尼好无？无你后盖来，我请你食饭啦。好啦，而且我听讲阿梦你迄个居酒屋，毋是有换啥物新的卡拉 OK 有无？嘿啊，来唱一下歌。迄顶摆迄观众朋友甲我讲，真正有够好唱的，有够迄音质有够好。我讲无啦，阿梦，头家娘你听我讲啦，无伊是讲好
唱，不是好笑啦。好笑嘛袂棒吧，嘛袂歹啦。哇，这个 A 口啊，开甲收最大有没有？人家都喜欢 A 口啊。那你若是无介意 A 口啊，还是也是赶快关掉。嘿啦，我们是可以原音重现，有没有？大家都喜欢这个，对，展现自己的声音。无唔对啊！听讲这个卡拉 OK 这足贵的吼，开足侪钱的吼。嘿啊。要来投币式来投钱。吼，我上爱这个，阮兜面线嘛上爱，你嘛知吼，头家娘。对。头家娘，我感觉你讲你的台语讲无好，啊，毋过你即马讲甲足认真的是啥物情形？我毋知呢，我其实袂晓讲台语呢。啊，你即马就是咧讲台语啊？你甲我讲你袂晓讲台语？啊，是哦，毋知自动切换啊，心灵感应。哦，就是香即个下晡的时阵，就香会晓讲啊。不知道为什么啊，看到那个朱迪卡那美少女有冇？哦，美女啊，就香讲会出来啊，奇怪哪安尼？哦，阿妈我甲你讲啊，这叫做物以类聚，知无？咱拢是美女。年轻貌美。有没想讲台语？可以，来阿梦，这咱的好姊妹啊，伫咧中岛香拍毋着电话，若是无要紧，吼啊！你即马差不多要起床啊，差不多咧居酒屋要准备啊，吼。嘿啊，扫头卡啊，绿豆顶啊。吼啊！你毋是要有请一个工读生？嘿啊，工读生今日请假哦，毋知去倒位啊？哈，是去约会好啦。唔知呢啊！等一下再打电话伊问看卖。我知一定是迄个端午节时阵，迄肉粽食伤济，歹巴肚。我保重呢，大家保重。我雄收着阿梦，安尼我真就歹势，因为迄个工读生呢，伫咧透早的时阵啊，吼有来我家，吼摕2-3粒肉粽过去，迄旧年的肉粽。我摕不着啊，应该摕今年啊，来摕着旧年的。歹势啦，迄谁最共款我毋知。肉粽伊家己嘛，袂晓甲我讲哦，我是旧年的，我是今年的，伊无讲啊。因为肉粽冻龄啊，嘿啦，这冻龄啊，对，真正冻龄的阿梦。冻龄啊，咱都冻龄啊。哦，是啦，阿梦。等下，你的居酒屋的梗有咯，冻龄肉粽的冻龄哦，我记起来，这就赞嘞。冻龄真够有神呢。嘿啦，因为这个肉粽冻龄啊，我真正唔知影伊是旧年的肉粽，就摕唔着，互你的工读生，然后工读生他拄啊食，就歹巴肚啊，就无法度去做工课啊，歹势，我要负责任啊，歹势啦。哇，安尼无安尼啦，阮家吼，就有一粒歌，头前啊30块，可以啦，可以啦，嘿，歹势啦，安尼我回一个室内无，安尼好无？阿梦，你今仔日要点一个歌，嘿，好啊，这样可以抵3000块。阿梦，等下，哇，他拄迄尊爵不凡的这是啥货？那投币式卡拉 OK， 你真正6钱啊！我3000块人的呀，那你3000块我来看演唱会，当然3000块唱到明年好啦。来3000块啊 ，OK， 来3000块爱梦，3000块点一首歌哦，真正是咱好姊妹啊，真正是足支持的。3000块你要点啥货？我唱互你听。有一个歌吼，咱隔壁居酒屋隔壁阿伯足爱听，迄啥？哦，迄回旋路啦。哎呦，咱美声真好，朱迪卡唱互伊听。哎呦，谢谢啦！这首歌吼，我甲你讲啊，我若是袂晓唱，我无姓朱啦。哎呦，水，来！哎呦，头家娘啊，来非常女来，我，等下啊，メモしていただきます。等一下。我用，你带去店面怎讲啊？我记起来，对，我记起来一个，歹势。好，无问题，无要紧。吼，咱回旋路等下吼，我甲你讲，等下差不多2点40分嘛有，吼，后一个观众要 call in 入来，吼，所以等下咱回旋路会斗阵唱，伫咧差不多3点的时阵会斗阵唱，安尼好无？
OK， 咱唱这身体健康啊，什么时候唱我都嘛不要紧。嘿啦，真正是唱咱身体健康吼。嘿嘿。艾梦，我觉得我不行了。突然间很想讲国语跟日文。对，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跟艾梦没有 say 过，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是今天要讲什么，我们就真的一直很棒艾梦，哇靠，我真的想直接跟你击掌哎，笑，哇靠，很赞很会，哇天哪，谢谢你，我爱死你了艾梦，那我就唱啦，好，多谢，感谢隔壁居酒屋的艾梦来我们的欢送他，谢谢你，多谢啊，拜拜。哇靠！我跟艾梦真的没有 say 过哦，我就是大家都知道猪猪很忙嘛，然后我只有跟艾梦约时间啊，艾梦，就是我们邀请一下，我可能就是讲台语，但是你不要有压力，对，就是随便讲就好。哇靠，真的是完完全全台语魂上身哎！你各位跟我讲说你不会讲，跟我乱讲，你们都很会讲，超厉害！来下一位，我们冷调系长婚来，我们下一位来。我们下一位是，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来，后几位是多几个嘞？我等下再看聊天室哦，不好意思。艾梦，谢谢你，爱你，么么么。来，我们艾梦老板娘之后，再下一位，来加几个 call in 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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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再加几个 call in 哦。我刚刚真的被艾梦的那个冻龄笑到，今天要被并轨去啊！我是觉得大家都好有梗哦，天哪！来，几位，好，下一位，我们2点40分的，我们看一下。好，如果下一位2点40分没有接到电话，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再下一位。好，我们可以提早，他可以再下一位哈。对，真正有头家娘的这个开口，不是苗老师。艾梦，你明明台语讲啊就好诶，好每一个人都讲都朝我讲哦，猪猪拍摄，我可能不会讲台语啊，这个哦，来啊，喂，刚有听到？喂，你好，你有听到我的声无？有诶，有吼啊，我即马是这个迪卡屯足机的这个口音的这个节目，请问你是倒一位？我是啥人？嘿，你是倒一位？啊，你家己嘛唔知影吗？我是苗啊啦，苗啊。哦，你是鸟啊哦，是倒一个足古水的鸟啊诶。阮即摆有登记的，就是咱的尼斯七的鸟啊。你是尼斯七的小喵喵店。对。啊，小喵喵，欢迎你来到地改变的。你今仔日敢有足紧张诶？有咧，我听不出来呢。你讲你足紧张，我听不出来呢。小喵喵，来，小喵喵，嘿，你讲。我要讲啥？不要紧，啊，你今仔日吼口音入来讲你足紧张诶，啊，毋过我听到你的声足欢喜诶，你敢知？真诶吗？系啊，啊，你即马咧做工课，敢有闲朝我开讲？我今日请假。啊，你今仔日是特别请假哟？对。是为着朱地卡吗？对。歹势，真罪孽深重，我甲你卡回死咧，歹势。小喵喵，你个特别请假，歹势，互你安尼请假，我就歹势呢，其实。没啦，无代志。哦，小喵喵，啊你平常时伫咧厝有咧讲台语无？有咧。嘿，有啦，有。好，嘛是有啦，是产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厝内是大人拢是讲台语啊。哦，厝内是大人讲啊，小妮姐嘛是讲台语吗？伊讲国语。伊讲国语。今仔日小妮姐的嘛是有讲啊，猪歹势，无法度来会当call in
省一个电话安尼，我就讲无要紧啊，我知影大家拢足无用诶吼，所以我代表就好啊，我代表就好。你代表对啦，咱小喵喵代表就好啊，有无吼？嘿，小喵喵有听到无？有，有听着。好啊，小喵喵，你今仔日吼有即个缘分吼，会当 call in 入来，我甲你讲，你伫咧 DC，有感觉咱面线即个哥哥足古水，也是足过分呢？真大心呢，真大心吼，是安怎大心？伊拢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好，你食一寡会使有身体健康的物件。哦，有啥物身体健康物件？蚵仔吗？迄个葡萄干啊，红来罐头啊，还有看一下身心健康的迄个流星斩啊。不是小喵喵，我感觉你应该是误会啊啦。吼，其实你应该知影，我不爱食葡萄干吼，应该是安尼吼。因着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好啊，囝食济互你，毋是吗？毋是啦，若是讲即个重训吼，会当配即个葡萄干，还是往来这罐头，我真是就感谢咱的拍上的啊。啊，毋过若是即个往来甲葡萄干，我咪是就爱食盐水甲蚵仔，伊哪唔惊即个盐水甲蚵仔来互我咧，对毋？盐水行过海去啦，盐水无好保存啦。对呢，蚵仔嘛是吼。蚵仔嘛无好保存啦。原来是安尼，啊，毋过我真正你看葡萄干，你甲下5冬嘛是葡萄干。等下，5冬敢会伤久？会过期吧？袂啦，迄袂过期啦。哦，好啦，反正我即马嘛全部拢食掉啊！进前迄寄来的有无？哦，够恐怖！哦，规颗啊有无？全部食了安尼。做咪阁有5鸭咧。但是小喵喵，你哪知影啦？这昨甲发生的代志，哎哟，你哪知影啦？我有咧follow呢。吼啊！我甲你讲，小喵喵，我今仔日透早的时阵，我便忙着讲是安怎，我想，我厝内底搁要食5颗的葡萄干，甲我要去看啥物家族等等是啥情形？那安尼？我哪想的去忙着？我感觉迄毋是面盲呢，应该是真的哦。小喵喵，你跟我讲这真正毋是面盲吗？你跟我讲这是盲好无？应该毋是哦，可能要去面对一下。好，我会去面对，个人做啊，个人担。小喵喵，你会使做一寡葡萄干的食谱，看会较好食无？毋过咱大老公无法度并做别的料理，爱安尼单纯安尼煲。食单呢？我加，你讲我加蛇哪加安尼吼？无老讲迄葡萄干食单的足单的呢。嘿啊，真正有够单的，啊毋过即摆这5颗啊，全部爱食单的，毋通配物件。无你就甲袂使泡酒嘛？泡酒泡伊才甲起来。对呢，泡酒泡好，迄啥物酒酿的，啥物饼有无？啥物迄个叫啥物莱姆酒的，啥物葡萄这莱姆酒啊，莱姆酒甲泡的啊。啊，毋过小喵喵其实安尼讲啦，我袂啉烧酒，我敢会醉。来一工甲食3粒。万不伊醉的免怎？倒下就困啊！毋过我要做工课若是即马咧海星的时阵，困醒才食就好啊，当做迄个益生菌，逐工困醒食者就好啊。所以小喵喵，你的益生菌就是即个酒酿的葡萄干吼。我无啉酒。小喵喵，今仔日是大佬摕一个刀啊，缠着你的叫啥货？毋是鱼啊，嘛毋是皮壳，红棍啊，对。红棍啊！对咧，红棍啊，晓啦。无呢，可能有甲我贿赂啦，可能有贿赂一下。啊，咱个2万块吼，咱2万块就是好贿赂吼。小喵喵，真正有够古锥，你今仔日要点一个歌曲，互我唱一个。我想一个。好哦。无你拣一条较快乐的歌，我嘛快乐。
我真正是足快乐，无安尼退休的乱情，安尼讲好。好啊，啊是，我看一个，好哦，足快乐的歌，我家己选吼。对，你选。好好，无够快乐，我搁唔唱哦。快乐的歌，等下哦，快乐的歌。好，小喵喵，安尼我记起来啊，小喵喵，在那里听到你的小曲啊，就欢喜的。小喵喵，谢谢你。谢啊，辛苦你了。无啦，小喵喵，啊，你等下要继续休困吼。我等下变来这边。我即马这个公妈足济什么灰尘诶，你帮我倒拼一个，好拜托你啊，好谢谢。我公妈 Q， 媳妇爱用红落啊落起来无？麻烦你啊！小喵喵，你台语讲超赞的好意外哦！还好啦，真的不愧是就是原生家庭有在讲台语的家庭，好赞。还可以啦，姐姐她只会听，她不会讲。没有关系，而且姐姐也很忙，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有一半以上的大佬其实都没有时间。可是就是谢谢你们愿意抽空过来，10分钟我也好开心哦，刚下刚温。谢谢有，祝你顺利顺心，我们拜拜喽，拜拜。喂，我其实也第一次听到小喵喵的声音呢，好开心哦！这一次啊，今年就是抓到了好多算是不管是我们新总裁还是之前的旧总裁，但是一直没有跟猪猪通过话的你们的声音，好开心哦，超级开心。然后接下来2点50分，是啦，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是谁呢？今天这样子玩真的超好玩的。其实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未来可以增加更多的名额，跟大家相爱相杀。不过因为猪猪真的是太忙，对，就是因为太忙，我很担心每次这种活动我就是会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都会比较保守。下次我们看时间比较充裕，再来多邀几位吼。来，几位是得几个嘞？我们等待一下哦，等待这位朋友接起来。75系怎么嘿喵总裁？不要像之前躲起来。你说 Play One 对不对？你好，喂。嘿，跟我调点外虾。喂，有调点外虾不？好。喂，好，你豆豆来吧，紧。喂，嘿，你好。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我有听到你的声，感谢你的口音。你有听到我的声吼？有就清楚诶，就清楚诶吼。歹势，请问你是？我是迄个啦，我是迄个台湾公生家的工读生呐。哎哟，我甲你讲啊，工读生歹势啦，你自透早来阮兜吼，摕什么肉粽有无？肉粽香，我得摕旧年啊啦，歹势，你即摆是歹巴肚着。歹势啦，我想讲。食看嘛，应该是无代志，结果歹巴肚安尼无爽快。无啦，所以有食一束迄个益生菌安尼啦。益生菌，歹势，我毋知影吼，我摕着旧年啊啦，毋过即个阿梦吼，即个头家娘嘛是足关心呢。我想讲，即个工读生啊，香无来上班，我着讲歹势啦，是我毋对啦，我职能啊，该回失礼一个吼。无要紧啦，这是客家人哦，这是客家人，无要紧啦，讲是。
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啦，我只是无晓会晓讲台语，无啦无试看啦。卖，结果听起来敢若客家语，敢尴尬。哦，无水开呢，嘿啊，我们这个工读生啊，哦，啊，这个肉粽吼，讲真实的，其实旧年嘛是真好食的。哎呀，袂歹呐，啊你家己来就做好食的。啊，你透早是吹几粒安尼全部食了哦，两三粒拢食了啊吗？无啦，较早只有食上济，搁食2粒尔啦，食3粒要伤济啊，腹肚会肚肚啊。嘿，真啊，即摆你腹肚有较好啊吼。有啦有啦。吼啊，歹势啊，旧年吼，这肉粽是包啥货，我已经袂记得啊。旧年的肉粽包啥？我记得内底应该是有包肉，啊，搁有花生，啊，搁有啥？啊，搁有迄个蛋黄啦吼。吼，啊是安尼啦。旧年我咧包肉粽的时阵吼，常常有啥物？迄叫做啥货？巧克力，无小心安尼包入去，你敢有食着巧克力？无怪我都想讲，哪会甜甜？我明明食的都是肉粽，甲食着甜粽的感觉，但是有甜甜的肉粽，甲味怪怪。啊，敢是安尼才会害我歹腹肚？歹势啊！哎哟，迄旧年的肉粽，我都想讲吼，包一个巧克力豆吼，若是吼，互溪水食，应该吼会袂歹啦。就试看卖啊有无？啊包的都袂记得啊，就安尼，恁懂有无？啊，头拄仔咧阿梦头家娘讲啥物冻龄，我嘛毋知影啊，谁叫共款啊，我就送互你啊！你安尼是对咧少年人的迄个风潮呢？伫遐咧啥物？哦，个肉粽内底包巧克力，安尼敢有流行？有啦，怪怪呢。有啦，工读生，你即马嘛是少年人，你有感觉今仔日也毋是今仔日啦，今年吼，还是旧年开始，伫咧台湾呐，哦，常常有足侪啥物。哦，莫名其妙的什么盐水啊，啊什么巧克力咖喱啊，吼，啊是啊有一个什么，嘿啊，底下吞足鸡哦，做什么巧克力猪脚，够嚣张的，够恐怖有无？吼，你敢知？哦，有呢，哦，我知影呢。哦，你敢知影？哦，你讲 fashion 呢？无啊，都网络上伫遐咧看咧，啊，手机翻咧，都看到遮个资讯啊。哦，看到迄资讯，安尼，工读生，我小问一下，恁少年人有咧看即个台湾 VTuber 无？啊，有呢，啊，我最近有看，最近有看，我甲你讲，我嘛是最近吼，定安尼看好详细，我想要。甲你推荐一个足古锥的 VTuber 安尼讲好。好啊，你甲我推荐一个啦。我甲你讲，吼，我有一个好姊妹啊，伊叫做这公生艾莉娜，吼，这个公生艾莉娜，哦，谁最安尼拼苦的哦，啊，每一个人都叫伊大小姐，你敢知？啊，我有呢，哦，一组，哦，敢若什么时阵？早时的时阵有一届，我听伊伫遐咧讲新闻哦，哎哟，足努力的，我伫遐咧，哦，安尼虽然讲较客气，但是嘛足努力的啦，吼。嘿呀，以前有够古锥的，啊有订阅一个无？啊，我看一下啦，吼。哎哟，呢，我有甲伊订阅啊啦。吼，啊你定安尼潜水吼？哎呀，都有时候在底下听伊咧讲话啊，听伊分享事情，就欢喜啊。系啊，敢若都什么？你隔壁邻居有事无事就来找你，有代志无代志就来找你，伫遐报好康，伫遐咧找你抬杠迄种感觉。那你是报啥物好康？安尼哦，嘿，安尼哦，而且感情真就好诶。啊，毋过即个工读生，我嘛是感觉你的声有淡薄仔亲像迄个即个公生大小姐是安怎？是安怎你声？哎呦，就共诶，就小想诶。哎呦，这绝对是你的错觉啦。哦，是小我想伤济吼啦。你想济啊啦，应该毋是伊啦，我应该毋是伊啦，但是有一
人讲我的写甲伊共款啊。哎呀，就相像诶，安尼好啦，安尼你若是后摆吼，你若是毕业吼，大学毕业的时阵，嘛是会当做这个 VTuber 有无？这声就好听诶吼。哎呦，多谢呢，是你不嫌弃啦。啊，你唱歌你唱歌嘛就好听诶。什么歌路拢会当唱，哎呦，就厉害！我冇订阅你的频道呢。哦，你冇订阅我的频道啊？毋过我的频道拢是台语歌，你敢有咧听？哎呦，小可有听一丝啊啦，安尼吼，无听遐济啦，但是吼，歌声我唱甲足好听，就会去听，敢毋是？哦，谢谢啦。我什么歌路，而且。还有迄个台湾路线呢，哦，安尼就少见的喏。安尼吼，安尼敢会伤台湾味，看袂得去。没啦，啊，就敢若甲我迄个较会讲台语的长辈，伫遐咧抬杠的时阵就共的哦，就相像的安尼啦吼。就去相像。安尼吼，来啦，公主生，我今仔日真就歹势，无安尼好啊啦。今仔日吼，你想要听啥货？台语歌我都唱互你听，你爱点歌无？哎哟，点歌哦，我想看觅哦。我真就看听到迄个讲说，你若咧唱啥物？你唱什么歌台语的？叫什么？我问天，你敢会晓唱？哇，这首歌 Only You，Only You 晓啦。是啊 ，Only You 的啦。你什么？我袂记你是倒一个8点档顶面的迄个开头曲啊毋过公主说，我甲你讲，我这首歌袂晓唱，我只会晓唱我问天，安尼就无啊，你免怎？我一首哦，家后敢会晓？哦，家后会晓啦，咱江蕙二姐歌我都会晓。好啊，都麻烦你呢。大小姐，你明明台语讲得很好，你骗我！我明明就没有讲得很好，你明明在讲错了，我明明就没有讲得很好，我只是大概带那种。大概带那种讲话方式，就会有点像。可是我对我阿嬷讲话也不会这样。哦，你阿嬷嘛是讲台语吼？对啊，我之前甲我阿嬷出去的时阵，跟我阿嬷出去的时阵，去做朋友的时阵，拢是讲台语啊，无怪哦。我想讲，因为今天啦，大家其实都很客气啊。猪我台语讲不好，完蛋了，我要让观众中风了。没有，我台语很烂，我台语很烂。Oh my god！不，你一定要去听回放哦，很厉害哦，真的。真的假的？大小姐超棒的，真的谢谢你，也不好意思把你拉过来一起玩了。不会，我其实也蛮意外，我也玩得很开心。谢谢猪猪，别这么说。也希望也跟你聊得很开心。刚刚想说尽可能用那种讲话方式，就是有点像那种以前那个电台那种讲话方式，没错，就是那种听电台听一听那种方式。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是这样子讲吧。而且真的是很随性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就完完全全套用了工读生的这个设定，然后就被我们阿梦老板娘就是真的当做工读生？真的还有什么时候带我，什么时候开店，我要在底下。我也要过去，我要过去喝酒啊！不是，我不会喝酒。可是我不会喝酒，我顶多就吃阿梦包的肉粽就好了。啊，对，我们吃阿梦包的才不会拍巴豆。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巧克力肉粽里面包巧克力很好笑，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刚其实一下子不晓得要讲什么，就不巧克力都好了，就随便讲。因为我想说你应该也很努力在抓话题，然后我就想说努力把话题接上去，谢谢啦。我想说用到语气接，专业。不会啦，我也玩得很开心，谢谢猪猪。别这么说，而且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猪猪一直很想就是邀请大小姐跟艾萌一起来练稍微，有没有发现我们超会练稍微的？对，我们8月有机会邀请这2位非常赞的 V 朋朋一起再过来练稍微，好不好？我们期待一下。我们谢谢艾萌，不是谢谢艾萌跟我们艾琳娜酱，谢谢。
谢谢爱梦客串演出，对，客串居酒屋老板娘，对，客串演出，可是去年冻龄到现在还冻，好有梗哦。真的，我也觉得很有梗，我也觉得很有梗，我真的笑到一直憋笑，我的天哪！哦，感谢，有感觉你是在维持，然后有想要笑，但是又忍住，他要继续把话题接下去。我觉得赶消维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就那种边讲干话，然后接续着，然后边聊这样。没有错。好啦，艾丽娜讲我们大小姐，我们8月有10足的时间哦，可以就是整整冷消维1-2个小时，我们期待一下。可以，我看你要不要再把艾梦抓进来，我们3个一起瞎聊好了。有哦，就是8月我一定要把你们抓进来瞎聊，真是太忙了哦。可以，没有问题。谢谢制作，我真的很欢喜耶，多谢你呢，多谢你的邀请。没啦，你是你不可以哦。刚下单的大小姐，华夏催泪，谢谢我们的艾丽娜酱，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妈呀，我真的好笑哦！天啊！我跟你们说，其实今天就是完完全全大家都没 say 过，所以我就只有在邀请的时候跟大家讲说，你们不要有压力，因为知道说可能光是5到10分钟的台语，大概的压力啊，就是有一些族群他们对于可能光是讲1句就有压力了，所以我是说你们想切就切，然后我这边会尽量维持台语，但是你们想讲国语就讲国语没问题。啊，李学长你来啊！学长，2位想被坑吗？哦，这个想被坑的状况应该不会是朱蒂卡，对不对？应该不会有我吧，李学长。哦，快点打给家就华裔耶！就像直接大笑，我一直在憋笑，你知道吗？哦，真的憋笑很痛苦，你知道吗？我的天哪！我觉得我自己很多的企划都是在自损就是伤敌1，自损9，你们懂吗？支持学长完蛋了。李学长，你起码爱喝休困。咱这届的夜班呢，真的是就辛苦喝休困啊哈。我们学长要就是把那个睡眠拉满拉好，好不好？乖乖休息。2位很开心，我很开心啊！我跟艾梦还有我们的工读生。假拍巴豆这类工读生开杠就华裔啊！而且真的万分的感谢今天7位，不管是我们的高阶会员，还有我们的好姐妹，万分感谢你们愿意抽空这些冷消维时间后迪卡屯就给对，因为其实我每一年都希望至少有1-2次这样子的一个企划，跟大家算是第4台的这个氛围点播歌曲聊天，然后冷消维之类的。今年大家完完全全把气氛拉到最嗨，我好喜欢哦！我就是打电话进来随便聊，而且我完全没想到艾梦直接就是老板娘上身看不得电话，好赞哦！然后直接就把我们艾丽娜大小姐变成工读生的这个梗，其实艾梦跟艾丽娜讲是完全没有 say 过的，这个也是刚刚就大家即兴发挥。就从我们的阿瓜、我们的诺诺、我们的小喵喵、我们那个很卢的那个发卢我们的长官，谢谢你们，好玩哦。然后一开始我们的小天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把那个 quick call 拉满了，有没有？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今天的补档我真的觉得好值得哦，谢谢你们让我留下了这么棒的一个直播档，在今年很瞎聊的这个 call in 的这个企划，你们先给自己拍手，你们真的台语都讲得很棒，哪有大小姐你台语明明讲就好你管好笑，你们每个人都骗我，大小姐，艾梦也是，每个人都是，你像小喵喵讲话真的就有开口小喵喵他都要讲台语，我嘛是有吓惊到真的开口真的有淡薄仔刚好的气味，好像大姐大。武清老师你好，对，其他的 people 知道厨房跟爆他们。我跟你讲啊，我伫咧8月时阵已经有邀请咱的艾梦跟咱的大小姐要来迪卡冰德啊啦，你们就看看到时候要怎么坑我们哈，没得坑啊，完蛋了，有得坑，等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尊爵不凡的这个大佬们绝对不能撂狠话。对，刚刚就当作是朱迪卡被盗装好。对啊，总之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啾啾已经在安排跟艾梦还有我们的大小姐的我们的瞎聊的联动了。对，一直想邀他们进来啾啾的频道做一下，然后好不容易我们新居落成，就是迪卡这个公妈间外厝。
李出啊，就是我们已经有新家猪猪李出啊，录新家了，总算可以把我们的 B 鹏鹏邀请过来了，好不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至于刚刚没有任何的呛杀，我们各位的大佬应该是有听到猪猪满满的诚意，我讲他就有心意耶，应该有听到啦，等一下，学长居然回日班了，学长。好，我很乖，学长，我真的很乖，相信我，好不好？哦，迪卡出品都是香喷喷吧，也谢谢爱豹，你的老板娘的设定真的是超级性超赞的。然后我看一下哦，刚其实直接超有趣的，我就是很喜欢大家打电话进来瞎聊，对，然后也感谢大家就是衔接梗，真的衔接的很赞，好不好？我们这个瞎聊的长官，你完完全全把那个瞎聊的那个长辈的那个气氛拉满，我真的长官你一定要去补档，你给那里家表演的就好了，你刚才。你们大家都超赞的，这咖喱沙发学长辛苦了，是学长真的辛苦，日夜调班其实真的很辛苦啦，大家注意身体哦，注意身体。然后我看一下，但是听起来大家明明大家都很会，真的他哇。然后易先生，我在稍早就有看到你了，谢谢你今天过来。比如说这个早吗？大小姐，我们刚刚应该很乖啦，我们应该没有呛大佬，我记得没有啦，对我印象中没有啦，对不对？我再想想吗？我有啊，我很乖。我很乖哦，小喵喵他在打工的时候，有人说你有海口 Q， 我头拄仔咧听的时阵，我其实不是吓惊到啦，就是我有吓到，就是这个吓到是没想到，就是台语讲的很好的这个意思，收到了很恰，说没有啦，没有很恰啦，福利小魔啦，李林先生你不要打呵呵，好可怕。我昨天一整天的配信才在那边胆战心惊的那个什么流星，什么有的没的，我今天居然还要黑干一下吗？海靠 Q 超赞的没有错，长官超优秀，我觉得大家都超优秀的，你们三个不用跑，直接就没有啦，我们就是还在约时间嘛，那大佬们你们不要紧嘛，你们不要紧张，卖紧张啦，咱等的又时间啦吼，猪猪家不是。我觉得我很乖，不好，我超乖的好不好？我超乖，不是大小姐，我们刚刚明明很乖，不是吗？这叶先生你好，彩彩你在笑什么啦？嘿，对，就跟大小姐说的，真的大家都很优秀，对。然后我觉得不嫌弃的话，其实接下来如果有多的时间，大概在下半年，看大家如果对于跟猪猪这样瞎聊的这个企划有兴趣的话，猪猪。希望下半年还有类似的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讲台语，对。不过因为像这个台语瞎聊的时间，也不是不能在晚上，虽然说可以为了大家开晚上，可是晚上的时间，你们也知道，例如这种频道在晚上的时间就变成了蓬莱什么先什么先山什么，你们了解吗？所以为了要迎合。咱进前咧时代人咧看这个第四台的这个口音台港还是这个卖这个什么饼啊，是保健的食品的这个冰刀有无？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在下午把这个效果点好点满，因为伫咧暗时的时阵就刚啊淡薄奇怪哦，这个频道的那个风格峰回路转哦。画风突变到有一些太过清凉，所以可能下次跟大家台语瞎聊的部分，应该还是会在下午，嘛是伫咧下晡安尼较正常啊，你讲好唔好？阿姨是来一下，阿姨是也过来吃瓜，阿姨是救命，阿姨是我很乖，我超乖。好，总之谢谢大家，今天跟大家真的聊得很开心。然后3点12分3点咋离婚？我先去就家本寿，我先去摘一下花，然后接下来把刚刚我们所有的好姐妹以及我们的来宾点播的歌曲，我们一次把它唱完，好不好？对，这种就是要下晡的时阵听有无？咱头家牛，真这样很会。我们老板娘爱梦老板娘，你超赞的，老板娘，我们期待我们的联动，好不好？对，是不是？我们的工读生，我们下次再继续瞎聊。好。提卡先去就一下变数咧，等下咱直接来唱歌哦。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见这世间的沧桑。
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你的几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济。来哟，刷倒来，咱继续来唱歌。头拄啊，咱的观众吼有点这首《古今呀咪咪》，咱随来吹落去。等一下，我换一下这个。好，咱今仔日这个主持人甲导播，校长兼庄总。真正是够无用的无用吼，请大家小体谅一下咯。咱的主持人即摆要就台要唱歌咯。感谢恁的点播，嘛感谢你来到电台的频道。我看一下是多晚才看到仙山台无啦，我无咧看啦，是正咧观众和我讲啥物蓬莱仙山，我真正毋知影。讲到啥物仙山，我去 AI 查一下，才个知影。就清凉诶，对。下次要来演技院长总，我不爱吃葡萄瓜啦，还得说。下当，多谢你呢，无，大小姐，我嘛是要多谢你，感谢你的口音。有点歌的工商台之类的嘛，好，所以我逐步再去观察一下。什么看破爱，什么饭后甜点，好的，差不多安呢，好我应该最爱聊天室了，好，那差不多来唱一个古琴呀咪咪来伴声吹落。这首歌真好听，我升一下 key 咧，朱迪卡男女对唱了。等下，伊木兰嘛，你是安怎会知影啊？伊木兰因为是马，所以应该会知影吼。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还是会来关心。漂泊的咱你，
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去，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睭起，只有在梦中才散去。想要安慰着你，不知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想旧情影绵绵。哦，这首歌真正是有够好听的，感谢咱的阿瓜先生的点歌。古晋也咪咪是阮爸爸跟妈妈之前咱细汉时阵最爱唱的一首歌，古晋也咪咪。沈文成的 key 也真的是很高，超好听的。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飘飘的咱味，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去，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睭起，只有在梦中才散去。想要安慰着你，不知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想旧情影绵绵，想要安慰着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想旧情影绵绵。感谢咱阿瓜的点播，等下点播台语我一直都忘记怎么讲，点播吗？啊，应该是点播。哦，对啦，应该是点播。感谢咱阿瓜的点播，谢谢阿瓜的古井雅咪咪，哇，真的把我小时候的回忆杀全部炸出来。小时候爸爸他就很爱带我去卡拉 OK 投币式，就像我们那个阿梦老板娘的那个投币式卡拉 OK 那个音效。艾梦，我们8月的时候也是跟我好好解释一下那个音效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艾梦是不是去忙了。今天真的好好玩哦，谢谢大家。然后跟我这个马克先生上的这个会员呐，哦，居然聚集到彩是吗？是一人分饰两角猪猪，也谢谢阿瓜先生的点播。然后啥都来我追一下聊天室哦，哦，曹新平大哥。哎，真是人生无常，而且我记得曹希平大哥一直都很冻龄哎，不过真啊，说走就走，哎，对，所以珍惜当下，你各位，珍惜我们可以一起冷稍微的时候，例如我们他话说，听你们说才知道蓬莱仙山啊，他话说来惭愧，我也是开始在玩第4台的梗，然后才被科普到蓬莱仙山，对，哎呦，好清凉哦。哎呦，好害羞哦！规面拢是，
鬼啊！阿瓜先生的鬼名都是丢下去，居然就不行，我不能再讲拍天威啊，会不会被 ban 掉？阿瓜先生很棒，今天跟大家真的聊得好开心哦！啊，阿梦老板娘，你下次再告诉猪猪你那个投币式卡拉 OK 的那个音效，还有就是下次我再过去你们店里面去唱一下你们的那个新的那个投币式卡拉 OK 的这个设备哦，也是比就新的啦哈，全新的这个设备哈，全新的我们爱梦老板娘的设备哈，好，扫落来非常路哦。好，扫落来就是咱的爱梦老板娘点播的这首《非常路》哦。来，导播，请把那个点播歌曲改成《非常路》哦。这个真是最无用的这个导播校长兼壮中这个导播嘿，今晚我要非常录一个哦。来，卡拉 OK 帮我吹一个哦。视频大哥主持是拉妹，牛妈，你为什么都这么了解啦？薄荷不晓得蓬莱仙山的话，基本上我也觉得蛮正常的。薄荷应该不太会了解那些东西。那个是许孝顺改的哦。喂，老被公头踢呀，把塞的背背的呀。我真的很喜欢，小时候很爱跟哥哥看那个《踢塞有玲珑》啊，那个真的超好笑的。真的是顺哥改的，更扯日。谢谢各位熟男们的科普，果然这些的知识。你们比我还懂啊！看看那个教授歌单，整首改烂，然后就回不去了，对吧？古今啊，明明对我而言是一首很重要、很经典我的儿时回忆。你们觉得我会去看吗？因为看了就回不去了。你们让我想一下。来，咱回熊录一个哦，感谢咱的头家牛，咱的阿梦的点播哦，谢谢你的点播。缘投无啥物意义，有一个搭一边，看来看去也想起别人较介意。风也请你将我爱情吹到天边，我情我醉啊，真不该情意的伊。一阵风一句话，一滴雨水一份情，用真情变钱的梦，比花蜜较甜。短短的感情路，可是千万年。好像有点低耶，我升个 key 哦，果然。想说奇怪，怎么这么低？好 ，OK。痴情无啥物意义，有说吃一边，想来想去也想你想的人较介意。喂呀！请你证明阮的感情路，唔通我唔知何去何从。一场梦一段情，一滴目屎一份甜，用思念变成的梦，永远的甜蜜，酸甘甜的情路，梦一旦何时？缘投无啥物意义，有一个搭一边，看来看去也想起别人较介意。风也请你将我爱情吹到天边，我情我醉啊，真不该情意的伊。一阵风一句话，一滴雨水一份情，用真情变钱的梦，比花蜜较甜。短短的感情路，可是千万年。我甲你讲啊，其实我即马就是伫咧咱爱梦的这个居酒屋啦，伫咧唱卡拉 OK 啦，咱的露天居酒屋有无哈？爱梦，咱的工读生
咱今仔日无法度过来是安怎吼？因为咧今仔食歹巴肚啊，歹势我摕唔着肉粽回家吼。咱这个大小姐工读生，无要紧后摆吼，咱会吼同齐上这个舞台吼，参大家开讲安尼好不？好好玩哦！今天的那个雷少伟的梗，我一直欲罢不能呢。来，我们爱梦老板娘说值了。今天居酒屋隔壁阿伯做梦都会笑吗？我觉得原剧凤凰呐，爱梦，我今天真的跟你们玩的好开心哦！怎么这么闹？每个人都这么闹，好听，谢谢你们。好，这是咱爱梦头家娘的点播，好，咱的回乡路哦。来，三道台，咱看后一首歌。好，这个咱的最有开口、最有刚好气味的这个小喵喵，吼，田迪卡讲来迪卡，我要足快乐的歌啦，吼，我要点播一首快乐的歌。若是快乐的歌吼，真正搞好这个迪卡吞足起都无毋对咯。我真正足侪快乐的歌，快乐歌有啥货？来，酒后的心声有快乐无？吼，啉酒真正是足快乐的，褪色的乱情。吼，你若是褪色无要紧，找新的，安尼就足快乐的有无？吼，心胸手热，吼，心胸手热是淡薄无爽快，啊，毋过若是吼，亲像咱老文聪啊，一趟去有一个番仔花，嘛是有淡薄快乐啦，啊，毋过好无，歹势互人盗账号，我开始在冷笑话了，等一下快乐的歌，好，无安尼好了，无安尼好啊！咱快乐的歌，哦，这首歌顶摆有唱过，啊，毋过我应该袂记记啊，我应该袂记记啊，完蛋了，就是因为袂记记，我们要复习一下。好，我们现在小喵喵田迪卡讲我要快乐的歌曲，无得安尼好啊。无奈的相思，来小喵喵，咱无奈相思，吼，要紧。有淡薄仔无快乐，啊，毋过我相信我会唱甲足快乐，安尼好无？来，无奈的相思，来讲下咱的小喵喵，来吹落哦，无奈的相思。而且前面怎么唱我已经忘记了。好快乐！等下这首歌要怎唱？我想一下哦，来小喵喵无奈相思哦，真正是足快乐的哦。孤单一啊！不行，忘记了，小好多秘密。无法度，安尼迪卡嘛唱到真无快乐。小喵喵，我们峰回路转一下。但我居然忘记了。小喵喵，无奈相思，我袂记得要哪唱啦。这样子不公平，不可以。来，小喵喵点播我们峰回路转一下，来是要快乐。好，那是要快乐，咱该继续看。来，小喵喵，咱来峰回路转一下。朱迪卡用袂记得要安怎唱啊？哎呦，小心哦，真正是足无奈的吼，歹势。咱无奈相思，真正是足无奈的，是因为我袂记得要怎唱啊！对不起，我忘记怎么唱。来，为了要快乐，我们必须忘记他。我们忘记他吧，小喵喵。虽然说我不知道忘记谁，但是我换这首歌给你啦，好不好？来，感谢小喵喵，小一。对，忘记了。我就最喜欢唱这首歌了，赞！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通讲我无情放下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男性，离开我唔通搁返来孤孤单。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做伊去？害我亲像
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永远不想伊。你若是无快乐，就不想伊就好啊！全部别记地就好啊！不要想他就会快乐了，好不好？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唔通讲我无情放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男性，离开我唔通孤单来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怎样做起。害我一时想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永远不想伊。这首歌呢，我常常会想到臭豆腐。因为在我细汉的时阵，有一个咧卖臭豆腐的这个阿伯，都会放这首歌。但是听到这首歌，就代表臭豆腐过来啊，就会食的当买啊哦。因为你违背我，无怎样做起，害我一时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永远不想伊。对，我们快乐的歌，非常的符合小喵喵的需求。是安怎熊有榴莲的什么臭豆腐，够雄型的？无啦，安尼足恐怖的，知无？足恐怖，知无？有啊，恐怖，足恐怖。你们你若是有在看《第三有玲珑》，就应该知道我在讲啥。哦，我真的好喜欢许孝顺的梗哦，足恐怖。我现在手是没有办法那个神官帽戴上去才有办法动那个手啦，对，好想直接跟你们玩，就 combo 那个手啊，是像另外一种那种甘愿重新爱过吗？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予你机会，早就在安尼，就放予你飞。谢谢大家，可以去看猪猪跟阿斌的 cover， 谢谢。而且我们那首歌其实蛮总之做的很临时啦，对，就是你们没想到，我们真的是2-3天的时间快速录好，然后大宝老师跟 Y 学 L 老师快速爆肝，然后就产出了，对，超级有效率。我追一下聊天室哦，超嗨好不好？哈密瓜先生，我的嗨歌之多的。说真的，江蕙二姐的歌我反而很喜欢以前比较古早时代的《暗着人》，钢琴放一边，只有你。唔想伊笑白海花松啊，不是松什么伤心的所在哦，酒后心声褪色的乱情，无情人请你离开，安尼就欢喜啊，有无？哦，但是若是离开，安尼就欢喜啊，安尼好无？小喵喵，安尼好无？唔想伊哦，你只要不要想他就快乐了，好不好？来爬下去了。对了，我刚刚忘记怎么唱了。刚刚那首歌原本想复习一下，就连复习都没得复习。砰的没极限，还要顺道考自己，一定要的。谢谢大家扣一进来跟猪猪玩。对，不要想就快乐了，没错。然后不要想薄荷，我不止不想想葡萄干，我就连蟑螂都不想想，我可以忘记它吗？听说昨天的那个拔起只是一场梦，对吧？就是魔古神兽逼被改招牌歌吗？是被改招真的吗？哪一首歌？超夸张之地缘就 combo，
对手要比很大 combo 这样。听猪猪唱歌多快乐，很快乐吗？谢谢你那是有感觉快乐，我嘛是就快乐吼。你那是感觉失恋啊，你那是感觉这个人真正好，安尼互伊糟蹋，互伊欺负，就唔想伊就好啊，安尼好不好？小喵喵家好不好？谢谢你的点播，来刷的来，咱今仔日。咱的攻读生食歹巴肚的攻读生，咱的艾丽娜塔小姐，歹势互你食歹巴肚，我真正要互你回息的哦，甲你回息的一个吼，来，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就像爱梦老板娘说的那个蚂蚱就冻龄了吼，那个冻龄这个蚂蚱吼，看起来咧谁最共款啊？谁最共款都唔知影迄是旧年的哦，因为太冻龄哦。感谢我们大小姐的点播，加熬哦，咱的加熬吼，真正就好听的来。我啉一下小滚水咧吼，嘿，这恐怖，另外错哈，看福利熊打的这个猪猪无法解读，说应该很多精华嘛，哦，好好 OK， 嘿，哇，快乐就快乐，那个手要比得很开，就快乐。啊 ，Super 爸爸，我前2天有在 DC 看到你贴这首歌，我有机会把它练一下，因为这首歌我好像还没有练。对，可以加调哟。搞不好我有听过，只是我不晓得我会唱，因为很多首以前爸爸妈妈他们时代的歌，我把它抓进歌单才发现原来我会唱。对，所以这首歌谢谢2位大佬的推荐，猪猪有机会再去听一下，搞不好就是儿时的那些回忆的其中一条歌。好，我们等猪猪有空再把它开起来练一下吼。好，接下来咱的攻读生哦，食歹巴肚的攻读生来点播的这首《加熬》送给大家。来，将会2节加熬，不是加熬，是加熬。有一日咱若老，找无咱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敖，食好食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加伫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感谢咱的攻读生的点播。攻读生的台语是工读生吗？我刚突然想起来，是工读生吗？我搁去查一下。有一日咱若老，有新妇行伫友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
阮将青春过伫恁家，阮对少年就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啊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是可爱的女总，生做是个水啊淡薄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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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放就叫做的又快乐，欢迎你来到，哎，体塞又米浓等等，好怀念哦！以前跟哥哥推查档在电视机的面头前呢，看迄体塞有玲珑啊。超好笑！其实铁丝玉玲珑就是，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就其实也 OK 啦。但是有在玩台语梗的人，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搜寻一下以前冯恰恰跟许孝顺的该怎么讲佳佳 CD 的那个二人组，有没有？你们可以去搜寻铁丝玉玲珑，哦，那真的超好笑的。就是一开始可能看不太懂啊，但是那个我觉得还蛮魔性的，超魔，画风突变。就讲到这个啊，就觉得哦，好怀念哦。就是那些东西，其实小时候猪猪是听不懂的，对，所以就是台语这个语言，真正是我在做 YouTube 的时阵才决定要来讲倒转来，所以这个语言啊，其实小时候对我而言，它非常非常的不陌生，只是我有刻意去不去重视它，对，有过那段时期，对啊，不过现在很庆幸自己有努力把它讲回来。你看我们今天讲得多快乐。感谢今天参与的大家，来，我把这个滤镜处理一下，卷动一下哦。好，感谢今天参与的大佬们，以及我们的好姐妹咪朋朋们。对，猪猪啊，基本上很少有机会邀请大家过来跟猪猪一起冷小伟，但是你们应该也了解我超级爱冷小伟的，我就是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够，我怕我做不好，我怕来宾或者是大佬邀请过来我不周到，对，这些都要先想起来，每次想完一轮，然后看看自己的时间表，只能又作罢。对，所以很多的活动，很多的配信对我而言都是很珍贵的，我如果没有把握做好它，我就会干脆我不要做。所以就是为什么猪猪在频道上面的联动真的比较少，因为我很担心我招待不周。对，我最烦的我做不好诶，做不好势，安尼观众朋友也是来宾啊，也对来宾就是嘞，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或许有点过度注重礼貌的人，所以邀请过来的来宾，我都希望他们玩得开心，就是希望他们在这边是可以轻轻松松、愉愉快快的。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弟弟给你多了很多邀请来宾过来的机会啦。对，所以我觉得都是缘分呐，真的都是缘分。对，所以不管是台语企划，然后猪猪开始学习台语，以及今仔日咱练小的这个课话，拢就感谢大家会当共襄盛举，会当甲咱支持。谁最是个水鸭蛋花？砰！蜜瓜先生，你完蛋了！对啊，台语相声之类的，工读生哦，刚都
星哦，港督星应该差不多，对，港督星。好，那我应该是没有念错吧？斗，对，斗，港斗，港斗，斗，是第4调还是第8调？港斗，港斗，港斗，斗，读斗，斗，好像是第8调。算了，我等下下播再回去看一下。我现在不能吃东西会笑喷，就跟请假卖给狗。哦，对了，小时候经常看，不过请假卖给狗真的是它太长了，所以其实我没什么追，只有。坐在中间的2张椅子上面，很像砖头，因为那个家架许孝顺他都把自己画的真的很像狮子啊！第2个音往下吗？港都行，好，那就是第4调吧。应该是李莎的部分嘛？我看一下，港都行。好，谢谢马克先生特别帮猪猪查。对，所以今天好闹哦。好开心哦！感谢你们陪猪猪冷笑话，我今天就爱参林冷笑话。那是今年的后半，就今年的下半年，如果比较不会这么忙的话，我看能不能再次开启这个冷笑话的call in跟大家一起玩。对，那不过我先好好的度过7月跟8月，因为7月跟8月真的是有够消无用的。7月跟8月。好，我会努力度过它，而且我还要留一些时间。企划书有无？咱要参加咱的这个比赛，这个 K 位，应该是 K 格个小，でございますね。作らなきゃならないね。永远会变成日本味。好啦，反正就是还是得要再把那个编辑企划书的时间再拉出来，所以我7、8月，你要说很忙吗？其实也差不多，大概就是配信频率或许差不多，但是我要再多抓一些时间在企划书的编辑啊。水灵宝贝，我们皮要绷紧了哦。7、8月，我希望可能就是我们尽早，我自己啦，7月可能开始就稍微抓时间编辑一下。对，因为想一下，整年度真的我们也是推了很多东西耶。哇，真的从去年9月开始算好了，其实咱真的就这代志呢。对啊，一整年度其实要编辑起来，感觉又是大工程。水灵宝贝，先不要说太满我觉得7月份应该猪猪会有一些时间先编辑啦。水灵宝贝应该啦，皮绷紧一点，可以懂这种感觉，但猪猪不担心，一起绷。谢谢啦，对我了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真的可以就是让猪猪觉得很放心邀约的姐妹们，我才就是会比较敢就是邀约过来猪猪的频道，因为我可能真的连基本企划书我都没有时间做，对，就是不是不做，而是我那个时间是真的没有的，所以姐妹们可以就是接受猪猪可能没有企划书的，算是很临时的邀约或者很随性的邀约的话，就会很感谢真的很谢谢爱梦。頑張ります，梅罗莎，頑張るね。抱歉自己和台语声调系统还不懂，没事，因为猪猪现在也在学。嘿，我也加油。下个月什么破坏食品吗？各位，我跟问一下啊，下个月我再来询问一下我们的高阶总裁。总之这个月我们的德国布丁在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制作咯。布丁，絶対美味しいね，布丁。我们下个月要开始制作我们的花椒粉德式布丁，好不好？这个只能说完全不尬词版的尬词，只在这个月出现了，好不好？大家请好好把握一下这个和平的尬词版。对，福利熊真的也差不多，我觉得像去年呢，我是花了7天时间准备了7份。水灵宝贝，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花了7天时间准备7份，然后我们其中的1份还77页，到底是怎么压出来的？我天哪！所以今年我希望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摆在7月，有一些东西摆在8月，对，7、8月开始动工差不多，然后压线真的太尴尬了，对，东西真的很多，所以可以的，就顶多真的绿水灵，绿水灵。吧唧，水灵宝贝不能吧唧，他如果吧唧的话，我也跟着吧唧。
水灵宝贝的啪叽是我有连锁效应的，就是猪会跟着啪叽这样子，绿色的水蛭。福利熊是这样讲的，这个绿色的水蛭，就是我觉得比那个嘎爪的水蛭还要再可爱多了，你们说是不是？比这个葡萄干的水蛭还要再可爱多了，是不是？我会来好好的面对昨天的那个梦境，各人怎样各人当。我会在7月底跟8月初其中一天选一个良辰吉时，好好的去面对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呦，伤脑筋，真是的。融化的史莱姆啪叽之后就变成很多水灵啊！水灵，那我先帮你啪叽好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分工，对，更多的水灵帮我分工，这样。你的客制版有成立吗？啊，对，小喵喵，你说的是那个吗？你说的是内裤吗？还是哪一个？哪一个客制版？然后水灵要多多打 LOL 是水灵，先那个 LOL 可以打，对，可以打啦，没有不行，对，只是就是猪猪快要啪叽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对，就是把你抓过来帮忙一下，对，要不然我真的会啪叽。一直都记得说时间啊，谢谢水灵宝贝，请杀死我，帮你普渡到干。我先把5盒处理起来，我5盒先和平的把它均分，看说我这个重训餐到底可以撑几餐，好不好？我们配合我们的重训，让猪猪更加的健美，好不好？我真谢谢你福利手，我的肌肉，我那无处宣泄的肌肉又更加蓬勃了啊！昨天想聊嘎抓，恰恰你不要去在意那些就是无关紧要的那个，对，那个不重要，那个一点都不重要。还是可以先啪叽，爱梦哦。其实我6月就已经快啪叽了，对，但是都是令人开心的啪叽。例如，我们礼拜5大 V 配理会，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当天应该蛮失控的吧？对，当天应该会蛮失控的，所以就对，就大家寓教于乐，然后也请那个文化部爸爸就是。请文化部爸爸捏着大腿看完，我觉得这群台币到底在干嘛？给彩彩的专门客制布丁吗？小喵喵，没有问题，因为你的送暖你最大，知道吗？你送暖你最大，你当然有权利决定你要送暖什么样版本，知道没有？臭彩彩不成立，不是你说的，又自裁了。福利小，我这辈子就是线下，我一定要就是请大佬把你抓出来，气死我了！我真的啊，福利熊太会藏了。对，下次有线下，我一定要请大佬先把他绑起来，绑到会场，先把这只熊绑到会场。好啦，谢谢你们啦！不管是神秘的。明目张胆的支持猪猪欺负猪猪都非常的感谢，我一直抓不到谁是梦喜，我一直抓不到谁是圣诞老公公，我也抓不到我每次装水回来的金砖到底是谁给的。对，可是与其去抓人，不如幻化成感谢。我会继续跟他们相爱相杀啦，兄弟啊，赞哦！感谢你的支持，朱迪卡真正就感谢感恩有恁的支持。ぼやたち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ね。わかる？めちゃくちゃ嬉しいよ。好啦，今仔日是台语的这个口音的节目吼，不是奇奇怪怪什么蓬莱仙山吼，咱即马等在套中岛吼，卖狗灰吼。蓬莱仙山的时间还没到，对，这个我也是被我们面线兄弟科普的，这个朱迪卡什么都不知道，好吗？彩彩真好，还有克制布丁，你确定那个他哇，你好像有点误会，这个好像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与其抓人，莫喜的，牛奶，那 international 英文啦嘛，真正恭维，真正有够辣欸，真正很辣，没错，你说的对，就是那个布鲁斯。我真正会扣分伊一世人，你敢知？我真正会扣分啊！气死老命！连我面头前唔讲啥物某事，讲大学姐嘛是好啊，讲啥物布鲁斯，我都袂定是啥物是布鲁斯啊！这么生气嘛，就生气的，你敢知？起码我抓到了初号机，真的，
哇，你吓死我啦！我就不知道是谁，彩彩，我还没有抓到。好，彩彩就是你了，我就派你去绑。对，你没绑到，你就吃芋头自尽。抓的当天会下风雨，什么东西啊？昨天已经下的还不够吗？昨天下的很多，福利小，昨天下的风雨很多，你应该不会不知道。谢谢大家。好啦，谢谢你们，好喜欢跟你们一起玩哦。来，礼拜五台币霹雳会，大概一当准时来收看这个台币的霹雳会吼。其实我也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总之应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非常的混乱，非常混沌吼，就这样子。阿姆哥带过的这个节目嘛是咱的文化部爸爸的赞助吼，因为也是出自于文化部爸爸的赞助，所以我们也是尽可能讲台语。这个部分台语浓度我也会尽可能努力拉起来吼。有外地招那就快，因为我总哎呦，我就你看，如果我今天问长官阿弟的 YT 账号是得几嘞？啊，对 loser 啊，嘿 loser 就知道是长官呐、我问行吉马上，哦，不好意思，你的 YT 账号是哪一个？我的行吉马上嘛，是我问福利熊了 YT 账号，好，就福利熊熊福利嘛，对不对？哎，造谣，对不起。我问水灵，我问涛啊，我问猫薄荷，我问爱梦，大家的 YT 账号我都认得，但是我就是问错人，我不应该问到 YT 账号的，我到现在都会觉得很气死我！就他的话，为什么要有猫系？他是谁了？你看你们每个人 YT 账号就是你们，人如其名，就是你们，我就认得出来了。但是他那个什么布鲁斯，谁知道他是布鲁斯？哦，气死我了！唉，反正我这辈子没有机会抓到布鲁斯，我不甘心。对，还有就是你们那个谁，下次有线下，请一定要帮我把福利熊绑到线下现场。对，气死我了！这世界上没有我抓不到的粉丝，可恶！没有我抓不到的面线，那画面异常混乱。YT 账号。那下次我对照一下，下次如果我再认不得，你可以提供其他账号吗？一朝被蛇咬，气死我！仿布鲁斯哦，你们不要再改了，因为之前有那个摸西都已经抓不完了，像有那种8月什么8月塔瓦、1月塔瓦、11月塔瓦、12月塔瓦，我抓不完，我跟你说，抓不完。亚伊斯，我明明最后认出来，而且亚伊斯故意不讲话，因为他那个香港的那个粤语腔一讲就被坑了，所以我当天有抓出来，好不好？我就在怀疑这个粤语腔就是来自香港的亚伊斯，所以现在这辈子不是电先生，你就人如其名是电先生就好，知道吗？现在有人敢绑你吗？我就必须抓一个人，抱着必死的决心绑架福利熊。然后绑架福利熊在会场之后，那这个人可能就直接被处理掉了。对，他只能就是为了朱迪卡牺牲小我，对，只能这样子。好啊，一直累消尾来，时间来个点细掉。我要找驾乐的地点啦！谢谢你们今天来陪猪猪玩我这个1年1度或者是1年2度的这个第4台点播的这个节目哦。来，咱来看，稍后来咱要来讲到伫咧。倒一位咧，这个冰岛咧，倒一位咱的水母的这个冰岛咧，有够水母的开台哦，很难得这个时间可以遇到我们的洛可阿嬷，我们去找洛可阿嬷，我们去打扰一下洛可哦。猪猪没有啦，我记得水灵宝贝应该还是我的友军吧，不是吗？水灵宝贝应该是吧？我要先切片尾了，在水灵宝贝回答之前。水灵宝贝，我们7、8月计划书一起加油，頑張ってね，頑張ります，一緒に頑張ろうね，一緒に頑張ろうね，啪叽，我们一起加油，不是一起加油啪叽，我们两边都加油，不要一起被啪叽掉。我们为了抵抗啪叽，我们不能被啪叽掉，因为反而被你绑架走。然后福利熊，你是整个人到底是多快多壮？我的天哪！我是应该要派就是比较快、比较壮的面线去把你绑架，是不是？我才什么东西？不要什么？我才不会啦，我今天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啦，我不会我才啦想太多是我们的永军
啊，水灵宝贝是我的友军吧？是吧？水灵宝贝，你看水灵宝贝避而不答，好，代表我已经收到了最热切的回答了，谢谢水灵宝贝。嘿，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ロコちゃんのワーク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一起降落到洛克的频道，大家各位要注意礼貌哦。史莱姆的友善是友善种族，不随意让他啪叽，即使啪叽掉了，我会增生更多的友军，是这样的，没错。混沌而中立。好啦，也感谢今天各位混沌而中立的call in，好不好？你们去看自己的回放，多么的优秀！每一个人都照搞讲诶，讲到真正有够认真哦，认真到会得志哦，搞唔这样呢？好啦，礼拜五见啦，大家拜拜。